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欢迎你加入2024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特别报道。那么，这是由11间媒体做伙来主办，公共电视来制播。那么，欢迎大家到店来收看。在过去这个月来，台几台新眼界节目，那么针对到这摆的总统候选人提出的政策，嘛真正认真的讨论。那么过去10天。中选会嘛举办了3场的总统候选人政见发表会，2礼拜了后，正月13就要来投票。今仔日的这个电视辩论是总统候选人唯一一场的选举辩论，所以咱台记台今仔日制作了现场特别报道的节目，邀请到政治甲经济学者专家在辩论会后小少来讨论。来看3位候选人对着咱台湾未来提出什么主张，来要让大家观众朋友有一个导向，通好来参考。那么，还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世新大学新闻系客座教授江明庆江教授，大家好。那么第2位中正大学政治学系蔡英雄蔡教授，大家好。那么第3位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辛翠玲辛教授，大家好。那么第4位，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蔡明峰蔡教授，大家好。那么即马就甲我到店来进入辩论会场，现场来听看卖候选人因安怎讲。侯友宜先生，第3位是台湾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先生。今天的辩论会一共分为4个程序，依序是候选人申论、媒体提问、候选人交互诘问，以及最后的候选人发表结论。这一次的辩论会有11个媒体共同主办，请容许我为大家做个说明，包括中央社、中国时报、自由时报、联合报、三立、台视、中视、华视、镜电视、TVBS 以及公视。今天参与辩论会的5位提问代表，也在这里先跟大家做个介绍。第1位是台视资深主播吴凯文女士。第2位是三立电视资深主持人吕慧明女士。第3位是镜电视资深主播廖芳杰女士。第4位是中国时报执行副总编辑周慧茹女士。第5位是中央社总编辑王思杰先生。辩论会就要开始了。我要再借这个机会提醒3位候选人必须注意的辩论规则。本次辩论会全程不会按您干扰。候选人，您的前方有计时器，时间一到，麦克风会在5秒内缓慢消音。也要提醒在场的贵宾，在辩论过程中保持安静，不要鼓掌或鼓噪。好，我们今天辩论会的第1个程序，在进行之前，我们要先请3位总统候选人到台前来握手致意。请现场贵宾以热烈的掌声来为他们加油。
3位候选人都以君子之争的气度来展现。我们是不是请3位回到发言台？我们的辩论会就要开始，第一个阶段是申论。依照先前抽签决定的辩论顺序，第一位要发表申论的是民主进步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先生，时间8分钟，请开始。主持人侯市长、柯主席、提问的媒体代表、现场嘉宾、电视机前以及线上收看直播的全国父老乡亲，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爱好。连续3场公办政见会，我都仔细聆听2位竞选对手的发言。我特别注意到侯市长，他讲了许多主张，基本上都是上个时代的政策，例如已经到2024的，还在提9·2共识。世界的经贸已经发生结构性变化了，还在提重启服贸。更特别的是，台湾目前的再生能源已经高过核能发电，它还要重启核四，拿上个时代的政策来当政见，表示只准备考古题，没有准备好。那柯主席的话呢，平常就是有说法没有做法，不过很难得，在这一次3场的政见发表会当中，他提了许许多多的主张，但是我听起来越听越熟悉，原来都是目前政府正在做的。例如要重视财政纪律，但蔡英文总统任内总共还了9000亿新台币，是历任总统还债最多的。要盖社会住宅，我当行政院长的时候，我成立了住都中心，积极兴建。目前中央所兴建的社会住宅已经超过了地方政府。类似的情况不胜枚举，我会把复制贴上，当作是对政府的赞美，也谢谢柯主席对执政团队的肯定。各位父老乡亲，过时的政策我们一定要抛弃，过去的努力我们一定要升级，特别是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全球也正在进行剧烈的变化，国家的领导人应该要能够掌握变局，要有决心跟行动力，同时呢，也能够提出国家愿景，说服国人一起往前迈进。所以我提出了国家希望工程，我将打造民主和平的台湾。我不会跟国民党一样走回头路，甘愿沦为极权主义的附庸。我会团结国人，强化国防，强化经济，强化跟民主阵营肩并肩站在一起。只要对等尊严，我的门永远都是开的。我愿意跟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两岸人民的福祉。我会不卑不亢，维持现状，保护台湾，同时稳定两岸，也促进印太的和平。我要打造创新繁荣的台湾。过去国民党执政，经济停滞、动能不足、闷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018年到现在，台商回流，外资加码，大家看股市屡创新高。未来我将善用台湾的人才、丰沛的创意，让台湾朝向全面的创新型的国家。同时，我也会好好运用数位转型、净零转型两股转型的力量，让台湾形塑智慧永续的新台湾。第三，我还要打造有公益永续的台湾。过去国民党时代把照顾的责任丢给个人、丢给家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7、8年来，蔡英文总统对社会的投资是历任总统做的最多的。我将在这个基础上面推动0到6岁国家一起养 2.0、长照 3.0， 来减轻三明治家庭的负担，同时也让妇女不必因为养儿育女，也不必因为要照顾父母亲而必须离开职场。为了要关心支持年轻人，我将推动100亿青年海外圆梦基金，我会推动教育平权，
我还会推动居住正义3大政策，陪伴年轻人走过每一个关卡。各位父老乡亲，2024年的总统大选，国际社会都在关注啊，都在关注台湾人民在民主阵营还有集权的集团到底要作何选择。国际社会也非常清楚，只有赖清德跟萧美琴才能够继续跟民主阵营肩并肩，一直往前走。侯市长的亲中政策，或者是柯文哲主席的一人政党，变化不定，无法预测，这个都不是国家应该要走的路。特别是如果让国民党回来，这代表了服务贸易协定也会回来啊，包括大量的终身就会来台就业啊。这不仅仅对年轻的就业市场造成冲击，也势必会影响百工百业啊，也会造成台湾社会的不安啊。如果国民党回来了，黑金政治也就要回来啊。目前国民党的黑金完全都没有改变，包括新店的罗家，包括彰化的谢家、台中的严家、云林的张家，甚至于花莲的傅家，还有大大小小的黑金盘踞在各个地方。如果国民党回来了，黑金集团也势必会回来。各位，这对治安的影响有何其重大？对台湾社会民心士气的影响又会有多么的重大？第三，如果国民党回来了，我们守护台湾的军事采购必然会停止。过去我在立法院担任干事长，我亲身经历朝小野大的情况啊，在程序委员会前后挡了69次的军购案，但是在外面却说他是支持军购的。如果国民党回来，我们国防自主8年来走了辛苦的道路，也势必会就此停止。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好不容易在国防自主的状况之下，永鹰号的教练机已经上空服务了。我们海军跟海巡署所要的军舰，我们也在打造当中。特别是我们的海鲲舰潜艇，也已经完成了第1阶段的下水典礼。如果国民党回来，这些通通都会停止。不要说8艘潜舰，连第1艘潜舰要盖完成都非常非常的困难。各位父老乡亲，这一场选举不仅仅影响到台湾的未来、印太的和平稳定，也影响到你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一定要选对的人，走对的路。只有赖清德跟萧美琴，我们有经验，我们有能力，我们有决心，要带领台湾继续往民主的道路上走，走进世界，迎向未来。敬请大家能够支持2号，1月13号一定要出来投票。2号美德赢台湾，也敬请大家能够支持民进党所推荐的民主大联盟优秀的立委候选人，政党票能够支持6号民主进步党。谢谢。接着，请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先生申论，时间8分钟，请开始。主持人、柯主席、赖主席、全体国人同胞、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好，哪一好？对几啊工前的政见会，讲我今日的辩论会，我看到赖清德先生讲的话，真正人听袂落，没有反省，没有检讨，说咧，佮杀责任给别人，这能会拗吗？赖清德主席，你会这系列有遐困难无？真正有遐困难无？今日你佮讲这个话，我嘛感觉一失望。我伫遮爱提醒，我甲算你的施政做唔好的代志，都有够多啦。我今日清菜拿10项的施政来就教民进党，你做了好甲无好？这问题嘛，民众要问你的。第一个，你的光电黑金飞蛾跳票；第二个，
你采购滥弹，食安崩坏；第三个诈骗猖獗，治安败坏；第四个前瞻撒币，再留属身；第五个缺水缺电，什么拢欠；第六个专制独裁，挥钱压霸；第七个居住正义，全面跳票；第八个两岸紧张，兵凶战危；第九个青年低薪，房价高涨；第10个防疫弊案，黑幕重重。这10个问题，其实有一个问题是我参选总统真重要一个关键。讲到防疫，我想每一项，大家嘛知影过去我做市长，中间有3年是疫情最严峻，拢伫新北市。新北市是疫情严重，我本来就抱一个说防疫视同作战，咱爱中央甲地方共一条心，共一条命。每一个市民的性命，拢是咱爱争着的。结果咧，伫疫情期间，民进党政府咧做的，完全是政治怪帅、政党考量，还佫分颜色跟党派。我提出来的建议，因为我是国民党的市长，拢无爱插我。到要来做的时阵，问题已经愈来愈严重啊！我甲你讲几项啊就好。疫情开始的时阵，我讲戴口罩，明明口罩无够，你敢讲健康的人不要戴口罩？我讲一个入境普筛，讲年外你唔伫自己甲冻掉咧，结果呢，造成更多的伤亡。说咧，唔那安尼尔，快筛阳视同确诊，搁有一寡大家了解校正回归。我咧讲的时阵，您不但无来帮忙，说咧每天在媒体、在网络，你们的历史党天天发动攻击我。问题是，这性命一条一条行去，咱做唔讲的。我永远放袂去的。我一天去三峡的火葬场，我看到往生者大体一来，就随甲烧去，烧去了，伊一个骨灰瓮，甲入去，头前完全无刻死者的名，嘛无啉牌位，所以连清香四果。拢总无，甲一个插香的路。尤其因为厝家人都被居家隔离，无人相送。这种情形，今仔也是恁爸爸、恁妈妈，也是恁囝，你做亲人人，你家己安尼救一世人。其实我看到迄，我实在用要流眼屎，因拢是我上亲的人。所以我特别甲阮殡仪馆的同事讲，你会去爱拜，水果爱拜，花爱插，甲送他人生最后一段。今日我要先问，咱在场的所有好朋友外，上重要要问赖清德副总统，新北市上困难的时阵，你有来关心过无？去买蔡总统，佮我拍一个电话，伫我高峰期过了，拍一个电话甲我讲，啊，你有需要什么倒沙干无？我讲免啦，高峰期拢过啊，往下降了，免。但是拜托诶，这个时辰是大家团结的时阵，不是小糟蹋的时阵。赖先生，你连一通电话都无拍来，你讲你是新北市万里人，你完全无关心嘛？新北市民嘛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呢，你该来关心恁老家，无关心新北市的老百姓。伫疫情的中间，也是人民有难的时阵，我好友谊一世人就是徛伫第一线，含人民徛做伙，伊艰苦，咱来比较艰苦，一直甲拼，希望会当互伊痛苦减少。尤其伫咧时阵，我最痛恨的是什么？大家咧趁黑心钱啊！
缺快筛碳快筛，缺疫苗碳疫苗，连食安的问题，欠能碳能，欠电碳电，后壁内幕重重，这问题，人民要问你，你也无一个答案给人。所以我再三强调，我若做总统，我一定成立新的特侦组，我一家一家爬，不分男女，不分官位的高跟低，该办的事我绝对不手软，应该幸福咱社会一个公平正义嘛。尤其选举这段时间，逐工你嘛咧甲我，即嘛搁咧讲我亲中，我等下好啊讲你听。无保守，卖用这个保守。我最期待的是，台湾人民能够两岸和平，所以交流跟对话，这不是爱做的，你今日无做，这是兵凶战危，唔好用这套来侮辱台湾人的智慧。如果你连台独，你嘛无爱放弃，连中华民国，你也讲是一个神话，你侮辱、否定、鄙视咱的国家。咱的国家是甲你饲大汉的，咱的国家是咱的根呢，这不是信赖台湾，这是在谋害台湾，这真的真正讲忘恩负义。咱即摆三个候选人，我反台独，反一国两制，坚守民主自由制度，台湾未来2300万人来决定。赖先生，你主张台独；柯文哲先生。看起来是已读不回，我一定到恁表，我来这个所在会较安全。好，现在请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先生申论，时间8分钟，请开始。好，主持人赖副总统、侯市长，还有在电视机前的观众跟在网络上看直播的朋友，大家好。2024总统大选对台湾人来讲，它是一个历史的选择。我们到底要选择新政治还是旧势力？我们要选择清廉、勤政、爱民、爱乡土，还是口号治国、意识形态？我们要选择理性、务实、科学，还是一个意识形态挂帅？那么刚才赖副总统又一次示范说什么叫做诈骗，什么叫做抹黑。其实台湾的这种会盈余9000亿很简单的，第一，你们特别预算不算支出；第二，你们借款算收入。所以是因为收入减支出，你们把特别预算不算，要把这个借款上当作收入，才会出现这种盈余。我认为政府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会做对，但是我只拜托你们讲实话就好。再来你刚才又在讲社会住宅，这个我最不想听你的。你只要告诉我们2件事情：开工即入，完工即入。你不要老是在讲什么规划中，这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地方还是一直在打混战。你说你会跟中国不卑不亢的来往，这不就是我过去在做的事吗？我怎么变成中共同路人？还有你说我们民众党是一人政党，我跟你讲，民众党的还是有集体决策，要做什么事情都要投票，请不要忘记，去年你们为什么县市长大败？不就是才是一人政党嘛？你们哪个地方民主，哪个地方进步？还有了你要讲一大堆那些县市长国民党的县市长，我的态度是这样的你莫要利用人的时候，讲人是什么社会贤达啦什么的地方士绅，不爱利用人的讲人乌金，你去检查看嘛，恁蔡英文交出来人翕相翕偌济，绝对比我较济啦。我跟你讲，政治有它世俗的一面但是政治还是有它坚持的价值。例如，不因短期利益牺牲长期利益，不因政党利益牺牲国家利益，也不因少数人利益牺牲多数人利益。2000年到现在蓝绿轮流执政，只是让大家一再的失望。这一次应该要改变，我们应该让蓝绿学会对人民谦卑，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把国家赢回来，再还给人民。今年台湾民众票选的年度关键字是什么？缺。你赖清德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就已经号称无缺了，现在还是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缺人才，还缺鸡蛋、缺快筛、缺疫苗，连卫生纸都会缺，这实在了不起。
2016年蔡英文说马政府对不起年轻人，现在呢，年轻人还是一样低薪，高房价、通膨也没有解决啊，对未来更没有希望。还有诈骗都变成职业，连我都接到好几次诈骗电话。2016年民进党上台的时候，我们以为他是一个谦卑的政府，结果8年过去了，国民党没有解决的问题，他也没有解决，而且更加贪污腐败。当执政者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可以牺牲国家与人民的时候，这就不要怪说为什么超过60%的民意要政党轮替。今天如果你干得好，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所以民进党治理下台湾少子化世界第一，老龄化国安危机，低薪通膨没有解决，产业转型缓慢，当然高房价一样没有解决。2000年到现在，台湾的 GDP 成长120%多。但是薪资实质薪资只有成长4%，我们的工时还是全世界第6高，劳保会要破产的，健保费用没有办法控制，国债一直增加，我就觉得奇怪，你们说你们在是还债啊，怎么国债越来越多啊？所以还有你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要台电烧什么干净的煤要大家年轻人把做工作当作做功德，你晓不晓得你的外号叫赖功德？现在台湾人民对整个台海现况充满了一个不安全感，所以现在台湾是一个社会不和谐、政党不和解、两岸不和平的地方。请问2位候选人你们的政党也执政这么久了，黑箱分裂仇恨，这真的是台湾人民要的吗？今年5月20日，我在淡水正式宣布参选，我已经很清楚的讲，我希望台湾是一个美丽之岛福尔摩沙，而不是外媒所说的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我希望台湾是中美沟通的桥梁，而不是中美对抗的棋子。我希望台湾是一个团结和谐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分裂仇恨的国家。更重要的，我希望台湾是由一个清廉、勤政、爱民、爱乡土的政府来领导，而不是一个每天搞意识形态的喊口号、大傻逼，也没有长期规划，而且整天在自己同胞里面制造仇恨。这几年来，台湾因为地缘政治受到全世界关注，所以我也主张备战不畏战，能战不求战。我们还是要确保台湾人民在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下与大陆交往。所以，台湾自主、两岸和平，这才是基本国策。台湾也需要承担责任，去争取国际的支持。台湾目前面对很多挑战，我们不能没有台积电，但是我们也不能只有台积电。我们要审慎的面对核能的问题。问题是，我们也不能完全说我核能不要用，更不能忽略2050净零碳排放的国际趋势。我们不能只是要求说，年轻人你要勇敢。其实我们这一代人更应当勇敢的建造一个公平的环境，让年轻人可以在里面追求他的人生梦想。台湾自1996年举办总统大选到现在7次了。每次都听到蓝的要下架绿的，绿的要下架蓝的。各位同胞，终于有一次机会，同时把这2个下架。过去30年，蓝绿两党操纵意识形态，分裂族群、分裂社会、分裂国家，分裂应当是台湾的社会主流吗？这是你期待的民主政治吗？台湾必须脱离蓝绿意识形态的泥淖。我们需要让柯文哲为台湾人民制定长期计划，实现公平正义，打造共荣社会，落实国家治理。我们要还给全国人民一个社会和谐、政党和解、两岸和平的美好台湾。从政之前，我当过10年的外科医生，30年的外科医生。作为医生，我相信生命不分贵贱，每一个生命都应当被尊重、被看重。从政10年来，我也没有改变我当医生的信念。我没有因为个人的偏好去改变我对人家的态度。只有柯文哲用人为才，不分颜色；只有柯文哲坚守正直诚信，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也只有柯文哲尊重专业，有强大的执行力。我当医生30年，从政10年，柯文哲没有意识形态，没有派系包袱，没有财团的束缚。各位同胞，这次大选不是只是一场总统选举而已，这决定到底台湾要走向哪里。所以这边2024、正月13、
咱都要有勇气，唔通搁去互国民党、甲民进党贪污腐败、假铁、假党、假台湾。咱大家拼一遍，为台湾。好，现在进入第二阶段媒体提问，将有5位媒体代表提出问题，每人提问时间1分钟，再由3位候选人轮流回答，回答时间每人2分钟。依照先前抽签的顺序，首先请台视资深主播吴凯文女士提出第一个问题，请提问。赖副总统、侯市长、柯主席3位候选人好，我是台视主播吴凯文，想请问3位哦，台美关系可以说是台湾外交的重中之重，那3位候选人也都认同要维持良好的台美关系。那近期呢，蔡英文路线也被诸多的讨论，蔡总统也亲自定义何谓小英路线，就是沉着稳定，让全世界信赖台湾的路线。那赖副总统之前有提过，如果当选会延续小英路线，侯市长呢则是主张亲美和中，走台湾中间路线。柯主席之前呢，则是有一再的提到，在台美关系的部分走蔡英文路线。那想请问3位总统候选人，赞同小英路线吗？在美中两国激烈这么竞争的大环境下，台湾有不选边站的空间吗？未来当选之后，如何处理美中台3边关系？谢谢。请赖清德先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好，谢谢胡女士的指教。蔡英文总统的外交路线的确获得国际社会的肯定。3组候选人当中，我最有经验，可以继续走蔡英文总统的外交路线，让台湾持续走入国际，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那蔡英文总统的路线基本上是以台湾为优先，不循过去国民党的老路，同时呢，以民主、自由、人权为价值，跟民主阵营站在一起。未来我会以过去的经验，特别是萧美琴过去担任美国大使，我们有非常好的基础，可以往这条路上继续前进。另外，刚刚侯市长跳针式的举10个问题来批评我，那其实基本上过去我们都已经回应过了，我就不在这边浪费时间。那至于刚刚侯市长提到了，我说中华民国是神话，你回去看看录影带。是你那一次公办证监会里面说到中华民国宪法是两岸的护国神山，我说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的神话。我并不是指中华民国是神话，而是指你所说的中华民国宪法是护国神山这句话是神话。至于防疫的问题，我知道你很辛苦，你作为我们新北市的大家长，我知道整个防疫的团队都很辛苦。我在中央我也看在眼里，每一个人各司其职，你站在第一线，我在后方协助新北市跟其他的县市。不要因为我没有站在第一线，你就认为我没有关心新北市。那至于柯主席有刻意啦，刻意，他讲了一口好政治，但有说法没有做法。我们过去可以从台北市的市政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即便是特别预算的债务，根据公债法跟预算法，通通都要算进总债务的。蔡总统就任之后，比马英九时代改善很多。请侯友宜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如果小英的路线那么好，为什么断了9个邦交国？那也还好啊，怎么会造成两岸不沟通、不对话、不交流，变成全世界公认媒体报道的台湾跟大陆是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啊，今天让我们台湾变成兵役要延长1年，以及造成战机一直飞过来，这是什么问题？如果这个路线走得通的话，全世界不会关心台海安全的问题。今天我回应刚刚赖主席的话，8年啊，国民党也乌金，你谁不爱你啊？你谁不爱办？对不？啊，你就甲办话嘛。过来，你讲恶化，恶化，恁到即嘛，敢有甲停？无啊，你依赖度还是35%啊。早期讲两岸直航，查甫找无工，查某找无翁，咱囝拢去乌龙岗，有无？无嘛。所以唔好看你讲咱
你好啊拍拼做代志，你就甲我讲哦，我拢活中的，佮毋是安尼嘛？陆生就业，我嘛讲啊足清楚，按照现行的办法来做。啊，你就逐家甲我抹黑，何必这样子呢？今日我甲柯文哲先生讲一下，我行是台湾的中间路线，这个中间路线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宪法不是神话，是现在进行式。我对一个记者来公务人员，最好有机会10月主来拼总统。我做代志，对头讲到尾，就是保持行政中立，好啊为人民拍拼，袂挖对面。请柯文哲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这个我说过，也支持小英的外交路线请注意外交路线。小英的两岸政策跟国内的政策是乱七八糟的。这个未来15年再更久不敢讲，中美对抗的架构，这是世界局势。所以我们每次讲说两岸问题，这不是台湾海峡两岸，是太平洋两岸，必须在中美对抗的国际架构下来思考台湾怎么去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事实上从2018年到2023年呢，美国的国家战略也跟着改变了。在2018年的时候，川普刚上来，他是试着跟中国脱钩，所以当时他那个贸易战科技战，但是一阵子以后，他就发现不行，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生产链都合在一起，全球化就算要变成区域化，它也不是一天可以改变。所以事实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就已经很清楚了，他们从 decouple 变 de-risk， 就是说不再是脱钩，而是减风险。那么最近布林肯讲的那一套话，我觉得非常可以给台湾思考。他说美国对中国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需要竞争的时候竞争，必须对抗的时候才对抗。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其实台湾跟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需要竞争的时候竞争，必须对抗的时候还是要对抗。那么我们比较看起来就是，民进党现在是可以合作的时候，他也要对抗；国民党会比较让人家担心的是，必须对抗的时候你也要合作。所以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发明什么新的国家战略，按照美国这个架构下，我们去思考台湾怎么在这个架构上求取台湾的最大利益。所以ECFA也是一样，它没有办法废掉，但是我们要减风险，怎么去应付？接下来，我们请三立电视资深主持人吕慧明女士提问，请提。大家好，我是三立电视的吕慧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当中，是具体的定义了9·2共识，是两岸同属一中，而且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我想请教侯友宜先生，您的9·2共识也是谋求两岸统一吗？不要再讲宪法了来，马英九先生在选总统的时候有提出不统、不独、不武的主张，而至今我们没有听到您反对统一。另外，同样的问题当然也要请教柯文哲先生。还有，您提到了5个互相您说要在互相的谅解下找出彼此可以接受的框架。中国的框架是蛮清楚的，但是您呢，选民至今不清楚您的框架以及具体方案究竟是什么。您说两岸一家亲，两岸一家，那护长是谁？当然，赖清德先生，我想请问您满不满意目前两岸的现状？您常常说要约习主席来吃小吃，但是人家都是已读不回的您如何避免台湾成为火药库？再请教3位，台湾主权威胁最大的，对台湾主权威胁最大的究竟是哪个国家？请侯友宜先生回答，请，时间2分钟。好，谢谢提问人赖清德。也两岸政策，讲啊模模糊糊，好像在开玩笑。伊讲要和习近平喝珍珠奶茶，这唔知咧讲啥。说咧，柯文哲讲一个两岸一家亲，我讲的态度拢足清楚的。今日咱台湾的中间路上，第一个反台独，第二个坚守民主自由制度。我反对1国2制。今日所有的共识一定在咱今麦宪法、甲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基本架构来做这个代志。这才是咱要做的代志。所以
不要把九二共识，民进党敢抹黑吼，好像九二共识变成大陆那边的九二共识，变成咱心里一国两制，根本不是这样子嘛。台湾未来的前途是由2300万人来决定，更重要的，我们两个主权互不承认，治权互不否认，咱就用这个条件，大家在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底下，咱好好和伊对话交流，才会降低风险嘛。尤其我最强调的，要降低风险，咱用实力来确保和平。实力就是要有加强国防军备，提升自我防卫能力，贺主才是我们第一个要优先做的。你无贺主，你敢讲包包嘛不好。所以这是我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要对话交流？就是两边不对话，就慢再产生这个状况嘛。咱可以从最低位的民间团体、宗教文化一步一步行，行好了，再来官方的互动嘛。开官方互动，大家有信任以后，就可以降低风险嘛。请柯文哲先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所谓的两岸一家亲哦，这只是先跟对方表达我的善意。那么在现阶段，其实我也反对去中化，因为我们要先跟大陆表明，两岸之间我们是同文同种，有相同的历史、语言、宗教、文化，但是在现阶段，我们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所以说，两岸关系我们提出了一个政策：台湾自主，两岸和平。我们要先跟中国表明，我的底线是台湾要保有现行的民主、自由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在这个底线之下，我愿意跟你谈。第一，要对等尊严；第二，5个互相的原则：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最后一项最难，互相谅解。就我过去办过8次双城论坛，办过1次2017世大运，我要跟大家讲，背后的谈判有多少啊？但是我们还是很成功的让世大运在台湾举办，台湾走出去，世界走进来，让世界看见台湾，这就是一种彼此在谈判当中互相谅解。你看看台中要办东亚青运，整个就没有了。你觉得我们是不是要在困难的环境当中想办法去争取台湾的最大利益？那么刚才也讲过了，布林肯的国家战略，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需要竞争的时候竞争，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那一样嘛，交流分各个层面，体育啊、文化、宗教，这个大概争议比较少。经济，大部分大家坐下来谈，有钱大家赚就可以讨论。政治，那抱歉了，现阶段没办法。那所以这样嘛，可以做的先做，不能做板后面。我也认为的中国大陆自己现在是焦头烂额，全世界在通膨，只有中国在通缩，表示它的经济是相当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家互相谅解，让大家都可以活下去。请赖清德先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好，谢谢吕女士的指教哈。当然，我想不仅仅国内或是全世界，对台湾的生存威胁最大，一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那我跟萧美琴当选之后，必然是3组当中风险最低的一组，因为我们有做最好的准备。我刚刚在申论的时候也已经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我会团结国人，强化国防，强化经济，也强化民主阵营的合作。但只要能够对等尊严，我们也会跟中国进行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的福祉，以谋求两岸和平的发展。倒是刚刚我听到柯市长的这一番话，其实我还蛮遗憾的哈。他把这个中国挖了9个邦交国，然后不跟台湾进行这个谈判，把责任又归给了台湾，完全不敢指控中国。那么柯主席也认为，民进党守护台湾的种种的必要的作为，把它当作是在执行意识形态。其实这些只是不同程度的唱衰台湾而已，非常非常不应该。柯市长，我要建议你如果说接受9·2共识就是台湾的新中间主义，我看台湾社会没有几个人会赞成的。那你如果说你反对1国2制，那你就不要接受9·2共识。这个道理是非常清楚的。你一方面接受9·2共识，你又一方面说你在走台湾的新中间路线，
你在守护中华民国，这根本都是矛盾的啊，根本都是矛盾的。那我是非常希望，就是说国人能够团结一致，面对中国的威胁，那么国际社会也已经意识到中国对台湾或者是对国际社会的威胁，其实大家已经有对策了。也就是说，大家应该要增强自己的力量，团结合作，这样才有办法确保和平。第3位提问的媒体代表是静电视廖芳杰女士，请提问。3位候选人好，我是静电视廖芳杰。3位候选人近期都在房产或地产上面有一些议题引发讨论，虽然你们都做了部分的处理，但是不可讳言的争议还是有在延烧。请问你们如何回应外界的质疑？后续还有没有其他具体的处置？那当然，这个议题会引发这么高度的关注哦，反映的是台湾人民渴望居住正义。那这个部分，刚刚3位候选人都有提到，但背后更深刻映照的是台湾的贫富分配不均。那很多人其实并没有享受到发展高科技产业所带来的经济成长的成果。请问3位候选人，如果当选，要如何扭转这个现况？那么当然哦，要扭转这个现况，很需要国会的合作。可是目前预估各党国会席次可能不会过半。那很多人都记得朝小野大、议事空转的结果。那么3位候选人如果当选的话，要怎么样解决这样子的问题，获得稳定执政？请柯文哲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好，首先回应刚才赖副总统的问题啊，他又在示范什么叫做抹黑。我什么时候说过接受9·2共识？你在哪里看到的？再来哦，就好像清末，你知道吗？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人家日本是明治维新，要么就孙中山搞革命，没有叫你去搞义和团呢。中国的确是台湾目前的威胁啊，可是你民进党是在搞义和团呢，把国家带上更危险的地方。然后刚才这位女士在问说，记者在问贫富。我跟你讲哦，《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对这个问题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说用钱赚钱比用劳力赚钱快，所以一定会贫富悬殊越来越厉害。只有2个方法：第一，所得税要穷人课得多；第二，社会福利要偏向弱势，就这么简单。今天不是理论的问题，今天是执行的问题啊。这个国家最欠缺的是执行力，要讲大家都会讲啊。他又讲到3党不过半，我当台北市长第1任。议会63席，我是0席；第2任63席，我是1席。请问台北市政有遭到什么困难吗？很少。为什么？如果你做的是大家都相信的，是对民生有益的，大家也不好意思挡啊。所以就是为什么国民两党会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每天都在做没有用的东西，搞到那整个国家烂掉。我当台北市长，我议会没有才1席耶，我推转市政遇到什么困难？所以刚才在说那个土地的事情，我也愿意说明。很多这种抹黑啊什么，我跟你讲哦，2008年我爸爸用我的名字买的那一块地，那这15年来也没有交易，也没有土地变更、地目变更，哪来的草地啊？这15年来我都诚实申报，也没有盈利，该缴的税我都缴了。至于说3年前有地主去把它租给那个游览车公司，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嘛，该缴的钱我都缴了，就这样。请赖清德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是，谢谢廖女士的指教哈。我是3组候选人里面唯一没有炒地，也没有炒王的候选人。对于年轻人居住的问题，我非常关注，所以我已经发表我的居住3大政策。第一个就是囤房税2.0，全国总归户，就是要遏制恶意的炒风，让房价能够趋于正常。这一部分立法院法律也已经3读通过。第二个，我会推动青安优惠贷款，本来额度是800万，我提高到1000万，本来利息补贴是0.125，我再增加1码到0.375。第三个是我会推动社会住宅。社会住宅的话，蔡总统在8年内，包括新建，包括包租代管，20万户没有问题。柯市长可以看看数据啊。明年520之前，新建完成跟完成发包了，总共会有12万多户，包租代管会有8万多户，加起来20万户不会跳票。我会以8年为期，规划30万户，也就是新建的部分，我会用
13万户，包租代管17万户，加起来是30万户。我要解决年轻人面临的居住的这个问题啊。那另外，我要特别跟这个请教这个侯市长跟柯主席，你们在台湾社会常常扬言，你们可以跟中国进行各项的交流、合作、谈判，甚至于还可以签订 RCEP。你跟人家讲，我们要付出什么代价？我们要不要让渡主权？我们要不要接受习近平所定义的9·2共识、一个中国原则，未来走向1国2制？这个才是根本所在。你今天如果不让渡主权，不照中国的要求来做，你们跟台湾社会所讲的这些事情，哪一样做得通？你说说看。请侯友宜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刚刚赖清德先生讲一句话，风险最低，你们主政都没问题。请问你走什么路线？行起嘛，刚刚已经回应了嘛，变成大家紧张到要死，内心惊呀惊战争嘛。你去问人，台湾讲，哎，两岸会烧台无？其实你内心还是主张台独，你唔敢讲出来嘛？要到选举啊，你就东扯西扯，扯到最后，到底你的中心思想是不是你自己说的？我是一个政治台独的政治工作者，不管在哪一个职位，永不会改变。这是你讲的啊，你今晚是不是安尼？啊，讲我清楚啊，国人要问啊。今日咧讲这个居住正义的代志，其实我就刚刚听到你的新青安贷款，我给他上免头期款，让年轻人这个头期款的压力不要一下子经过了5年10年，等他买的时候头期款又付不出来，政府来给他担保，1500万是1500万以下，你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你新青安贷款也无限年龄，也无限首购，也无排户，又没有转售的限制，这叫做行为通嘛？我在用这来补你不足。至于讲我房产的问题，其实我拢讲得较清楚。我会甲大家讲足清楚的，所有的从凯旋苑到现状新庄这个案子，我不是炒地皮，我也不是炒房，我很清楚，我合法建筑、合法纳税。更重要，我都有财产申报。今日你搞查行政的代志，真正我讲实在话了，这些都是一个老旧房子占到林地，要好好去替人家解决问题。现在，请《中国时报》执行副总编辑周慧茹女士提出第4个问题，请提问。刚才已经听了3位候选人在两岸关系上有所讨论，我们现在把重点拉回来，放在宪法根本大法上。我代表《中国时报》向3位候选人请教下列问题：第一个，请问你们认不认同中华民国宪法？请回答认同或不认同。第二，在中华民国宪法对固有疆域已经有所规定，而增修条文里面有因应国家统一前的文字，内容显示台湾、大陆同属于中华民国，也就是说，大陆也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请问认不认同？第3个问题，根据我们前2题的讨论，我们也可以反过来问，意味着目前两岸就是在中华民国底下的1国2制，分为大陆和台澎金马制度。请问你们认不认同？根据上面的问题的思索，请你们说出目前心里的真实的想法，以及以高远的态度来讨论一下你们对未来两岸关系的评论。请赖清德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谢谢。因为国家是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实也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了。我们谈宪法要优先谈人权保障，要有人权保障，一定要重视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第二个，如果拿民国35年所制定的宪法来看的话，其实你会失望的，因为当年李登辉总统任内推动6次修宪，目前我们在台湾运作的这一部分是增修条文，
也就是以台湾为发展为中心的内涵的增修条文。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当然啊，如果宪法或是其他的法律可以团结国人，我们当然要尊重要采用。但是呢，如果要用来解决两岸的问题，这恐怕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始不同意中华民国的存在。中国在国际上的3阶段论讲得很清楚，世界只有一个中国，两岸同属一中，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那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在国内把中华民国当作是两岸的护国神山，这到底是要促进和平，还是要给台湾带来灾难？我们必须要去思考。台湾已经从专制独裁的时代走向今天民主开放的时光，我们要珍惜这一切，我们不能够走回头路，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勇往直前。未来我当总统，我一定会凝聚台湾的共识，走出一条大家团结的道路，既能够保护国家，也能够发展经济，造福全国人民。请侯友宜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中华民国宪法永远刻在我心里，因为我从进入警官学校，学校教我的是国家、正义、荣誉，这是我永远不变的初心。我所有所作所为，就是要顾台湾这个土地所有人的安全，顾咱有一个幸福的好日子。所以捍卫中华民国，我永远袂改变。今日我作我遮清楚，我反对一国两制，爱顾咱中华民国民主主义的体制。所以两岸之间，刚刚讲了嘛，很清楚，就按照我们宪法法令，而且曾经在1992年，台湾在香港会谈努力底下，互相不承认主权啊。互相不否认之前啊，才有办法开启这样一个协商的机制。啊，你都唔差别，有那个协商机制你不好好用，啊，你打钢底下抄面人加工，动作小怕给啊，这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嘛。所以，民进党执政底下就污名化了两岸，实施了一国两制，并不适合形容两岸不同体制。今日中华民国宪法第1条规定啊，较清楚。中华民国基本以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这个足清楚的嘛。所以台湾未来是2300万人决定嘛。原因，我真的听到我们的赖主席对中华民国的宪法完全不理不睬。你今天当中华民国宪法的副总统，你嘛做4年呢？你今日反对中华民国宪法，你就勇敢讲出来嘛，行出来嘛。你不需要严严吓吓嘛。请柯文哲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今天我们3个人站在这里，我们是要竞选中华民国的总统，既不是美国的州长，也不是中国的省长，所以中华民国宪法当然是我们现在遵守的。所以刚才问说你认同不认同？如果我们不认同，我们今天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选这个？所以这个中华民国宪法我们还是要认同。那中华民国宪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目前是规范台湾跟大陆这种 interaction， 就是这种互动的一个基本大法。我还是遵守法令。如果法没修改之前，我们要遵守法令。当然，我也知道法律应当是服务人，而不是人要去服务法律。可是我们毕竟还是要让台湾成一个法治国家，在法还没修之前，还是要遵守法律，不然这样没有办法解决。至于说中华民国宪法，目前我们的领土有没有给予中国大陆地区？如果按照宪法，当然是是，只是现在分成自由地区跟大陆地区，所以治权不复及对方。我倒觉得是这样的啊，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在国内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其实我们这些实际有访问过美国跟日本都知道，台湾在现阶段
不可能统一，也不可能独立，这是现况。甚至我们在国内做民调，支持独立的7%，支持统一3%，支持维持现状是90%。不管是永远维持现状，还是维持现状再统一，还是维持现状再独立，问题在现阶段90%的就是要求维持现状啊。所以我也很希望说，30年来，国民两党花很大力气在讨论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这是浪费全国人民的力量，也让台湾今天这个样子。所以维持现状不就是我们目前唯一的选择吗？第5个问题，请中央社总编辑王世杰先生提出，请提问。3位候选人好，代表中央社提问。中国从未停止对台湾的统战，那近来很多介选的新闻也频频传出。那但在这其中，台湾退役现役军人，还有各行业的人士，遭中国吸收发展组织出卖机密情报的案例，尤其令人担忧。但是在台湾现行的法律体系下，认定的标准很严格，判刑很轻。那酒驾跟贪污成为比叛国更严重的重罪。请问3位候选人，你认为这个跟我们目前在法律上没有将中国视为具有敌意的国家是否有关？再来，你是否主张加重反渗透法与叛国行为的刑责？那又有什么实际上的对策来守护国家的机密与安全？谢谢。请侯友宜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我在这里郑重的声明，我反对境外势力介入台湾的选举。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制度的国家，我们要有信心，要保护，绝对不允许这样一个条件。今天我们也看到，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很多人被反渗透法办了。你就出去大陆旅游，回来你就办。今天有时候看到这个事情，我都希望司法勿忘勿重，不要成为政治的工具。你若证据充分，办无人会讲。但是我有当然想着讲，你长去食2顿饭，去我们也去办。赵天麟去亲中，伊无代志，伊个国安委员会呢？我个讲较实在啦，那清德先生，伊嘛2017年你有去大陆啊？你有去往落地招待无？你到出国的时阵，民进党偌济民意代表送机呢，送机也送车去遐上，即马你这2号标准嘛，今日我特别借这个机会问赖主席，你要哪行落去？那美国讲无支持台独，所以美国重量级学者说冻结台独党纲，你怎么样跟美国的立场是一样还是不一样？你总是要说嘛，你是台独的务实工作者，众人所知嘛。所以今天这个问题是江要素。刚刚柯主席讲的维持现状，这个现状不是今麦民进党积极的现状，这是两岸即将濒临战争的现状。这个现状要靠国民党稳定两岸局势，让亲美和中，这样我的解决代志。请柯文哲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台湾自主，两岸和平，这是我们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台湾自主。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有足够的防卫力量，也不能把整个国家的前途寄托在别人的善意。所以这种国家机密泄露的确是大问题，大概分3个问题来解决。第一，这刑责实在太轻了。我看看那最他们要统计呢，最近这几年我们这种军事泄密案平均判刑1年半。欧美国家是19年呢，我们是1年半，这哪一门子的法律啊？所以第一点一定要加重泄露国家机密罪的刑罚，这一定要先有。第二点，内部管理还是要进步了。我看看那国防部，你知道连那个刺针飞弹的弹筒都会流到黑道，这表示这一叶知秋，你知道？表示说奇怪，你们这管理在管什么？目前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当然分几个层面嘛。
靠亲戚关系的、朋友关系的哦，还有那个直接犯罪集团来勾引的，甚至还有网络的，这些其实都要有很好的内部管理 SOP 啊。比方说吃饭有没有管制啊？不该吃的饭不要乱吃的哦，这种内部管理还是要做。其实这个就是纪律。我也认为我们目前整个国家的纪律太差，特别是公务员跟军人，也就是代表国家的干部啊，所以刑罚一定要加重，公务员跟军人处罚要更加重，然后应该要建立一个内部管理。另外一个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治安，治安没有你们想象说一定是骇客进来。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去美国有去那个美国的电脑大厂去看过，他说乌克兰不是没有被攻击，乌克兰是很厉害的这种骇客在进来，但是他说防止治安其实更重要的不是防骇客，是 SOP 要做好 ，ID password 更新有没有做好，所以这种基本的管理要做好。请赖清德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好，谢谢王先生的指教哈。中国在台湾每一次的重大选举都会介入，这一次是最严重的。固然我们发现大概有近20件国军，那么跟中国这边唱和出卖国家的利益，但是我们也要肯定，有更多的现役国军或是退役将领是婉拒了中国的威胁利诱，我们也应该给予他们肯定。那中国的介选，从郭台铭的参选，那么从 ECFA 的宣布，还有从农产品各方面，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今天如果侯友宜市长真的反对中国介入这场选举，那为什么夏立言要到中国去呢？那为什么夏立言到中国去之后，隔天就马上发布对台湾的这一个采取的这个经济的措施呢？如果你真的反对的话，那为什么中国所有的介选支持的目标通通都是你呢？我想这个道理非常清楚嘛。那我认为要解决这一个国军的这个，或是台湾社会那被中国吸收的这种问题，我觉得第一点，我们一定要防微杜渐也就是保防教育要做。那同时呢，我们也应该要进行国家认同，让国人愿意团结守护这个国家。第二个呢，就是说，当然要从法律的层面入手，因为我看每一个案子，大概都会透过中间人，就是退役的将领，或者是现役的这个官兵，有一个中间人。那我们怎么样呢？立一个法来这个杜绝中间人发挥穿针引线的这个效果，因为被吸收的人一开始没有认为那么严重，这个就是未来我们要去做的。第2阶段媒体提问到此完毕，我们要休息10分钟，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为3位候选人上棒场的表现来予加油。台东空色太平洋，吸引济游客，嘛有丰富的水产。新港的餐厅要用在地白虾，无几间呢。系啊，拢用煮烤的。阮的物件有够新鲜，亲像阮就是早起掠虾啊，拍上手，互伊吐沙，互伊洗好清气了后，阮搁甲冰镇，了送入冷冻库内底。投资大棚，风险嘛大，在理想甲现实的路，勇敢向前行。你当阵头28、9月有这700几万，有这个啥啦？投球啊，拢投放拜托的，莫看到，无健康的。这是一家伙来产业，嘛是台东少年人创造故乡的未来。我到底下咧有2卡1档啊，100斤啊！我希望我可以把我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可以应用在产业上面，它需要一些热情去做。因为青春，所以有梦。6礼拜6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梦。9抗疫就发现关安岭有这个温泉，发现讲啊热泡泡的，迄风是怎好去？结果后来就是愈来愈多人知影。这就是台北厅伊规划建设的迄款公共渔场。1905年的时阵，因为以前的台湾人是无卫生、无爱卫生的，
无爱洗身躯的。大礼拜二暗时10点，请收看《公视台语台》，这是台湾款。正式宣布，作战开始。伫涉谷一棵旧大楼头前，我系阿扎里的，发生什么代志啊？详细情形也唔知影，也毋过，敢若有人伫涉谷一棵旧头前放阿扎里的歌，这是什么状况？海地卡空灵，医学遐发达啦吼，啊医药嘛遐发达。啊，就挂起来就好啊！你这是挂岩呢，不是你挂毛肠呢？对啊，迄不是讲毛肠无要无紧呢。我嘛是真豁达啊，因为什么代志好事也好，歹事也好，咱袂当讲选择，我干那要拣好事歹事我袂，对吧？好球你也要接，坏球你也要接，这个才是好捕手嘛。你敢知影台湾上早 cosplay 就伫咧遮北港？但是北港红亚妈祖的顶头上盖请赢的就是月哥，而且真侪北港人自细汉的愿望就是坐伫咧月哥顶悬菜鸡，啊，到尾去做仙女啊！感谢你好，你好。你好。唔使，我想要做仙女，敢袂使？会使啊，你要出偌济钱？该出钱哦。连铁地的人做上济的人，你才有资格讲我要起来坐。这个个从清朝开始，伫北港就开始有啊，上少有150年以上啊。150年啊，遐尔久。这个是民国48年，马祖1000年的圣诞的时阵。迄个时阵就是赛车哦。迄阵是用光的，你甲看这张相内底有10几个咧光，实际上还佫较久，上少嘛超70担哦。这以前坐衫的，愈有钱的人吼，会做愈大台，爱请愈侪人来光啦。古早个超即摆1/3尔。不过遐尔大台的个，通常拢爱做偌久啊？位无够有吼，上最超4、5个月啦。我就好奇讲，做这个个到底是爱偌济钱啊？30-40担前哦，一个月个10几万。啊，迄阵公务人员的薪水一个月超3000块尔。是哦。以前是拢顺手工的啊，马祖生来硬煞。佮拢拆掉，但是即摆因为这各地拢低咧吼，保留到明年才佮继续用。啊，即摆爱偌济钱？嘛是差不多10几万、20几万安尼。干西这足水呢，敢若庙宇的外口安尼。对啊，这个是庙宇内底迄个回笼的。这个月个遐尔大台，拢你家己做哦？无啦，这无可能我家己做，爱我设计，啊叫做师傅帮我斗做。这木工有小木有大木，啊有电器师，有彩画，啊有造型师。所以你讲大台的月个拢是无共款的故事。你的想法到底是为倒位来？这是几落十当来的经验啦，所以我就爱看古早册啦，也是戏剧啦。所以你是为几岁的时阵就开始做？超10岁，我就对阮老爸开始咧做嘅。啊，但是这是从阮阿公，佮有人甲租牛车去咧订月果。咱即摆起来这代月果吼，是在神的故事啦。馆顶有所有的金银财宝，拢是在神的物件。在神教，祝大家拢好呀，非常的好呀！但是咱这道讲有啥物行啊来话？阮北港有一句俗语，叫做“赢个3月19”。赢着3月19，为什么是3月19？因为3月19是阮北港上闹热的时阵，迄日是阮北港马祖开始要出巡赢闹热的时阵，所以规北港拢超动员起来。啊，阮做月果也是3月19上无闲的时阵，3月19到3月23赢煞圆满才有算煞。
主表，我想要请问讲，我今仔日会当做啥物仙女？妈祖的角色。系啊。哎，请了就别当讲真。大家个决定，妈祖一定是拢主角。啊，这衫足水的咧，你家己做的哦。嘿对。所以你做偌久啊？我以早咧做护士啦，啊来到因遮开始裁缝车安怎落，困困啊学到即卖安尼。这毋是3工2工。头家娘，我想要知影讲，一般上艺个囡仔通常拢是几岁到几岁？差不多7岁至13、14岁，安尼90%-90%拢是咱在地。小朋友诶，来，甲大家介绍一下，我即马就是扮妈祖。一般的囡仔伫顶悬就是爱安尼发糖啊，去互大家。不过因为我即马就是体验尔啦，即马真正是足请赢的，所有车哦内面的人都在看我。进前哦有来过北港，啊有看过艺个，就想讲哇，真正足闹热的。所以我今仔日真正是足兴奋的，来就会当体验这个的文化。哇，你生一人，哇，风景足好诶，因为艺个足悬的哦，所以你伫顶悬真正是会当看到所有的风景。我有看过北港的艺个，不过拢是看路者尔，拢唔知影讲内底原来有遐尔侪无共款的工艺，真正是会惊的庙。我原本就是讲艺个顶悬的足悬足恐怖的，想袂到我去了后，真正是足趣味足好耍的。体验10分钟的时间，真正是无够啦。莫管吼，遮个囡仔拢想要来遮装艺个。伊唔是因的中间站尔，伊这候鸟的前头更开始。哎呦，然后这里有4000多个吊顶，在那个地方破坏掉了。我在隔一年再去的时候，什么遗憾没有。到今嘛为止啊，到8成外的鱼啊，拢无正鱼啊。礼拜暗时7点半，台湾技术铺。心愿有梦，腰子有毛病，有一条讲话的歌。小白的海花，是啊，小便要花。也有时落着伤的暗暝，想旧情也迷。阮是思念拢困伊，暗相思无讲起，要讲行行心怀疑。我老师看的，我一个甲我2拍迄落想会歌，我迄落就唱好听。伊讲你有天分，要我甲你教。闻着这花啊味哦，香的来自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拜暗时9点，伫公司第2台。各位贵宾、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2024总统候选人辩论会的现场。这场辩论会的共同主办单位包括中央社、中国时报、自由时报、联合报、三立、台视、民视、华视、镜电视、TVBS 以及公视11个媒体。我们现在就要进入第3个阶段，也就是候选人交互诘问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每位候选人有3次提问的机会，每次提问时间1分钟。另外2位候选人分别做出答复，回应的时间是2分钟。依照先前的决定，第3阶段，我们首先要请赖清德先生提问，时间1分钟，请提问。侯市长，你主张9·2共识，柯主席接受
两岸一家亲，都是一个中国原则。我第一个问题要请教两位：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没有互相隶属？第二个问题我要请教：要消灭中华民国的是民进党还是共产党？如果是民进党的话，为什么民进党已经2次执政的中华民国依旧在？如果是共产党的话，为什么你们要去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或者是两岸一家亲？第三个问题要请教，你们都主张内阁制联合政府，当然蓝白合大家已经看到了各种丑相。那内阁制国家是虚位元首，我要请问你们，你们是不是主张要取消总统直选，或者是要把总统虚位化？这样对台湾面对中国的威胁是好的吗？请侯友宜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刚刚又谈到9·2共识，真的赖先生，你真正听无呢？我刚刚讲的9·2共识，不是你讲的那个方式啦，是你们污名化，把9·2共识变成1国2制啦，这是您一而再再而三的洗脑嘛。我们主张的9·2共识是在中华民国宪法，所有的共识都在这个宪法底下嘛，不是你讲的啦。尤其你的主张会妨害到台湾的安全，你即马讲的，就是我含头仔讲的同款，你嘛是支持台独，所以你认为有法度含对我讲，你不可能嘛？大陆是反台独嘛，你是支持台独嘛？尤其在现阶段，大家已经面临两岸紧绷的状况，你要坚持你的态度，那你怎么让两岸走下去呢？这个坚持，佫不按照中华民国宪法来走，那有法度做呢？今日讲到内阁制，其实我当总统一定会召开跨党派的会议，然后面对国家的定位。两岸如何走，取得所有人的共识，大家有各的主张，但是共识够重要。内阁制是一个修宪改变的机会，这个内阁制要修宪，嘛是要大家有共识啊，不是我讲就算。这个总统的职权，像你没有提到说你要到立法院国情咨文报告，都没啊。起码我跟柯主席我两个都有啊，接受民意的监督，好好讲报告嘛。不是老是像蔡总统搞几百天没有出来开记者会，这种光美桥鬼了。所有的内阁制是大家有共识，修宪往前走的一条路，这才是我们联合政府的之前，我们先做准备，未来朝内阁制。接着，请柯文哲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这个两岸一家亲，我在2015年就提过，这只是对大陆方面表达一个善意，就这样。我说我在这个善意上，大家可以继续交流。那刚才赖清德一直要把这个去跟什么一个中国什么一直在扯上关系，这就是典型的穿凿附会嘛，抹红的手段。他刚才在讲说消灭中华民国的到底是中共还是民进党？我跟你讲不知道你的幕僚有没有跟你讲？你刚才有失言。你说把中华民国当作是两岸的护国神山，这到底是要促进和平，还是要给台湾带来灾难？我跟你讲你们今天晚上的名嘴要忙着替你消毒这一句话了。你现在是说中华民国是要给台湾带来灾难，那你不要选中华民国总统就好了嘛？你要选台湾国总统吗？所以这样的这个过度的抹红是不需要，因为踢到铁板。总统制要改成总理制，这涉及修宪，当然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所以常说用宪政的这种常规，一步一步。中华民国目前修宪太困难了，所以要从宪政常规。所以第一步应该是什么？行政院长任命应当得到国会多数的同意，这第一条。第二，总统到立法院去接受国情报告，也接受立院党团的质询。第三，部会首长的任命先经过立法院委员会的听证，我还没有说是同意，最起码第一步听证。我也认为目前的政治制度让小党很难出头，所以不分区的名额应该从5% 的降到3%的，让这个政治可以多元一点。当然那比较复杂，什么并立制变联立制一般老百姓听不懂。不过总之是这样，
我们还是要让我们的制度让小党比较有机会出头了，否则这个就是会陷入两极的斗争。那今年也是第一次在台湾历史上有机会3党不过半，或许真的可以给台湾带来一个新的气象。现在请侯友宜先生提问，时间1分钟，请提问。你问你的老厝，我目知恁妈妈的心情，特别放一块土地，互你来有法度过好生活，这是每一个人父母亲的一个心情。但是，是不是违建已经被依法认定，你都不爱承认？92年违法的新违建，你讲公寮整建，刷了国安住所，甲你套大扫，民进党阁甲你暗砍，我要问你4个问题。这4个问题，你为着你家己违建，5届流目屎，你铁路东移，你为着遐艰苦人，互你破欠人流过一滴目屎无？你讲毋是违建，你无申报财产，我完全申报财产。你讲毋是违建，现在无交房屋税，我拢有交。你今仔敢要更坚持不是违建吗？所以不要转移焦点，用抹黑欺负人家无辜的妻女，这是大家拢看袂落的，人之常情，爱国，毋是违法的东西。请柯文哲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现在这个侯市长没有问我就变成帮忙打他，你知道吗？这个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活在世界上，不可能说完全不做错，但是我很希望说，我们建立一个认错、反省、改进的文化。其实赖清德在处理这个赖皮寮的问题其实他最大的错误就是你认错就好了嘛。你一开始说那个不是那个是合法房屋，后来就被证明是违建嘛。再来你又说你有缴房屋税，都没有税，都没有户籍，要缴什么房地税、房屋税，又是收房。后来就说那个是说你爸爸的那个以前的老公寮改建，我讲的好像很可怜，小时候这个台风屋顶会吹走，你讲到连自己都会流泪。后来人家说，这空照图就很明显了，这2003年才盖的所以你又收房了。那你现在要说你要公益信托，没有建造、没有实造、没有产权，你要怎么信托这是幽灵建筑还有一点你当公职20年，财产是要申报的，这个也没有申报，又有问题你当副总统，财产是要强制管制，那个信托的，又没有。常常是这样的，我们讲了一个谎话，就要讲10个谎话去 cover 那个谎话，后来讲100个谎话去 cover 那10个谎话，后来就被谎话淹没了。坦白讲这些事情到现在我已经看不到赖清德，他已经被谎话淹没了。所以是这样嘛，认错就好了嘛。你说，我就想不来熬现在。这个就是民进党执政傲慢最让我火大的地方。我跟大家讲没有人不会犯错，这是我们要让全国人民知道，我们做错了，认错改进这样就好了嘛。你要凹什么东西？所以这样呢你讲一个谎话，再一个谎话。坦白讲，今天我不是针对你的违建处理，你的人格已经破产了。接着，请赖清德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好。的确，人不会不犯错了。刚刚侯市长跟柯主席就犯错，我不认为侯市长有资格说我们家的房子，因为你是我们的市长。其实矿权废止之后，矿区内的房子没有得到妥善的帮助，没有重新编定，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第二个。柯主席，我们家的房子你很清楚，跟你们家的违建是截然不同的。你们是在都市计划内，有法可遵循，你们知法犯法盖违建。矿区内的房子是没有法律可以遵循，年久失修，故宫来修建，这个是必然的结果。在这种状况之下，你用都市计划内的违建观念看待矿区或农村渔村的老房子，我觉得这个是不恰当的。我已经交付公益信托，这个就是我的诚意这个就是我的诚意。那另外呢，我也要利用这个时间澄清一下刚刚侯市长说，我不愿意到立法院接受这个立法院的这个国情咨询，这是错的，这个是假讯息。
因为不管是根据宪法，或是根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总统都有义务应立法院的要求，到国会去进行国情报告，接受立法委员的国情咨询。但是并不是规定1对1的质询，这个必须要讲清楚。那第二个就是说，当然我是一个勇敢的人，我面对各种困难挑战，但我也是个感性的人。碰到人事物感动的时候，我会流眼泪。但是我的流泪不是为了我们家的房子，我是感谢父老乡亲对我的支持。现在请柯文哲先生提问，时间1分钟，请提问。好，赖清德先生，我一个题目问了你2个月，你就是不回答。你说你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现在美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不支持台独，请问你如何务实的推动台独？美国的重量级学者也讲了，他希望民进党取消台独党纲。你作为民进党的党主席，你现在这个你要怎么处理？还有啦你在前天的政见发表会说，ECFA不是台湾应该要走的路。你当行政院长为什么不把它取消掉？你现在还现任副总统，你要不要现在下了舞台马上去说台湾停止ECFA？够气魄的！我跟你讲了你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才不敢讲台独。那一些一生追求台独人，我还佩服他是汉子。你是假台独正骗票。请问侯友宜市长，为什么中共要替你做假民调？这不是抹红，这真的是有抓到人，有名有姓的。你觉得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这么支持你？还要替你做那个民调比较高的民调，这怎么一回事？请赖清德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所谓美国政府或者是美国学者反台独，基本上它是一段话，它是先是反对中国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同时也不支持台湾进行宣布台湾独立的动作，目的是要维持台海的现状。但是你们都断章取义，刻意扭曲，到处去宣传。我刚在申论的时候，我已经有讲到了，我赖清德不卑不亢，会带领国家维持现状，守护台湾，稳定两岸，也会促进印太的和平，这个就是我的使命。那第二个就是说，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已经公开宣示了，承诺不变，善意不变，不在压力下屈服，也不走回对抗的老路。换句话说，过去李登辉总统、陈水扁总统、马英九总统所跟中国进行的各项协议合作，通通都不会改变。所以台湾没有废不废止 ECFA 的问题，只有中国拿 ECFA 进行以商逼政，企图谋取选举利益的问题，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什么是台独？我相信柯文哲、柯主席跟侯市长，你们也许可以跟社会大众讲一下，台湾针对所谓台独，基本上是主张台湾的主权独立是属于2300万人所有，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也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就是台独的定义。我是一个务实的工作者，我的目的就是我在申论的时候讲到了，守护台湾、建设国家、发展经济、造福人民，这个就是一个务实工作者所要做的努力。我今天正式的回答你们。接着，请侯友宜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赖清德主席，伊头仔讲领导的违建我一听拢听袂落，你敢知？柯主席讲，你真正咧骗。你讲你流目屎为你的乡亲流的，你既然遐疼惜你的乡亲，矿工那么多年了，你为什么你当立法委员，你当行政院长，你都无好给他改变一下？你过来责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已经2度报给中央，内政部无插就无插，甲放伫边咧用啊。所以我觉得你那个眼泪到底真的是假还是真我就嘛看无你敢知？所以你不要老是这样用这一套尤其你说兼公益信托那个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认定
怎么这个是违建啊？如何去做公益信托？人讲会使，啊，你这么敢送出来？敢会使？你送了没有嘛？你还没送嘛？讲半波不像我嘛？我开车也是合法的哦，合法建筑个交税哦，刷嘞。我个财产申报个清清楚楚。我在第一个时间啊，人讲啊，大家对青年人要多照顾。一讲，我某就甲讲，关做青年住宅，做社会住宅，伊二话不说，我即摆已经一半，开始伫明年1月1号，就这个时间就要开始啊！明年1月初一直开始，即摆把迄资料拢准备好啊！啊，未来就2年了，全部拢做，因为即摆现有的做法，你袂当叫人搬嘛，50几间先做嘛，所以现在就在做了。无人像你讲东讲西，毋是安尼。另外，柯主席咧讲。中国借钱这个假名单，我跟你讲，这和国民党无关，不要射箭再画靶。现在进行第2轮的交互诘问，回答的顺序会跟第1轮对调。现在就请侯友宜先生提问，时间1分钟，请提问。台湾有80%的民意支持废除死刑，支持维持死刑，反对废死。我13位候选人为明确表达，我反对废死死刑，因为我是一个社会治安的守护者，我坚持司法正义，保护受害者，这是我永远不变的。所以你若要改这个法律的时间，要考虑民情。所以今仔日嘛咧问民进党，你执政8年啊，才执行过2件，即摆还未执行的38个，啊38个呢，用恁家己定的一寡办法。然后实质上是在废死嘛？即摆管理内底也阁几个我当年捌办过的，这些人对我们受害者如何交代啊？你看我们的杀警夺枪，杀死警察，拍死警察无代志，还阁伫遐，所以这些是不是该执行死刑？要还能比啊，这是一个公德嘛？恁两个是支持废死还是反废死？请赖清德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侯市长，台湾现在没有废死啊。这个议题不仅仅是台湾，在国际上也谈了很久啊。在任何地方废死都需要非常高度的社会共识。2009年台湾施行人权2公约，也是从马英九前总统时代开始。虽无强制要求废死，但要求在死刑的执行上要严谨的程序。从人权角度，台湾现行司法在死刑执行上有一套非常缜密的程序。很多人不希望废除死刑，我理解大家心中的不安，但我们仍应回到问题源头来改善。最好的刑事政策其实是社会政策啊。我们必须承认有做不足的地方。所以我希望地方跟中央未来共同合作，面对这个问题，让社会的力量都能够好来参与讨论。那第2个是，刚刚侯市长问我说，我2014年去上海有没有接受落地招待？我明确可以回答你，没有，因为我那一年是因为陈澄波台湾本土画家摆120岁民诞纪念，他在上海学过画，教过画，所以呢，我们办了3国5个城市，包括台南、台北、上海、北京，还有东京5个城市做展。我身为台南市的市长，所以我前往上海参加活动，都是台南市政府的公务预算，我们没有接受落地招待。这部分向你特别说明。你刚刚谈到我们家的房子，当然，我觉得民众可以这样讲，但你不行。因为你是地方政府的首长，你手上握有都市计划检讨的权利，你从来都没有提过，这个你应该要好好了解。接着，请柯文哲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死刑这个议题在台湾社会的确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你要知道台湾每一个公共政策一致度这么高的。你现在去做民调，你知道，大概都80%以上赞同。为什么？你知道，这个叫一个华人文化从那个汉高祖进高宗，进那关中，你知道，允云约法3章，
杀人者死，伤人及到底罪。所以这种死刑，你知道，有它的那种政治文化的基础。我也知道说这个问题哦，在我们这种华人文化圈里面，它是一致性非常高。有一次我去欧洲议会，哇，就遇到那些议员一直在跟我游说呢。他说：“你们台湾希望我们帮你，你们台湾怎么自己有死刑呢？而且你们还是说，虽然你们不能签那什么2公约可是你们自己都说你们愿意遵守2公约。”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它就是一个我们要知道有一个名词叫政治文化，什么意思？你知道？像美国人，你知道他枪就禁不掉，为什么？因为当年5月8号到新英格兰地区，从英国那过去，第一个冬天就死掉1/3的人，他没有怨恨吗？没有是你自己愿意来的。所以美国从一开始，他的政治文化就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竞争主义。所以为什么美国人不会戴口罩？枪禁不掉。但是我们也不会去一直责怪美国人说你这个多么暴力，为什么枪不禁掉？所以同样的这样的确，死刑在不管在大陆、在台湾，甚至我像在华人地区，这是有文化基础的。那么，这是我们很特殊的文化，可是要面对世界的这压力，怎么办？你知道我目前想得出来折中方案只有一个：如果真的要不执行死刑那你就真的要终身监禁，不能放出来。你不可以判死刑变成那个后来关15年，甚至还关不到10年就放出来，因为这个让大家不满意。现在请柯文哲先生提问，时间1分钟，请提问。好，还是要问赖清德新潮流的大佬吴乃仁担任台糖董事长，亏空疑员被起诉，你帮他背书。你说如果他有罪，你要退出政坛。现在人都关了又出来了，你现在怎么办？你什么时候要退出政坛？以前李全教议长的贿选案，你正气凛然不肯进议会232天。现在民进党的邱丽丽议长贿选案，你都说尊重司法，这不是双标吗？郭在清、陈凯琳、陈宗彦、赖静玲，你听到这些名字，你下一次再遇到中山大学那个女生，你会装傻吗？好，我也问侯市长。你连任没有多久就开始跑总统行程了。你如果要选，你当时就不要连任就好了。你又连任，然后又跑出来，你不会觉得你对不起新北市民吗？这不负责任呢。还有一点呢，我们那个陈世先议员要求要提供你的请假记录，你们都不给，要封存30年吗？请侯友宜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我伫新北市做13年，对副市长做到市长，大家能看到咱一枝草一点露，公道自在人心。咱3个拢做过直辖市的市长，咱就要有效率嘛。像温仔进4217家工厂，咱无产生顺利2年解决50年无变的都市计划，结果。温仔进是台北市信义计划东区的2.6倍，是咱侠岛1.3倍呢。柯主席，侠岛你做8年，你嘛停底下，即摆不是时间等较短，你有没有快速去解决民怨嘛？赖主席的台铁东移300几户嘛变有争议，台湾拼遮济户，包括委外逐局6000户。我处理垃圾山也没有争议啊，迄种30年无变，我就改变啊。然后就我咧起社会住宅赶快，尤其我们的公托，社会住宅起1.1万户，这是中央甲地方家己共同拍拼。但未来我阁继续甲规划落，一直在做，还在盖。所以我的公托是新北1都超过5都的总和，基本上年轻人都很喜欢公托。我也盖了26公里的捷运，26座的车站，台北市没有啊。台北市谢谢台北市的捷运局啦，拢替我咧做工课。我嘛超过有1000间的银发俱乐部，尤其头头讲到社会住宅，赖清德无半间，公托无半间，国民运动中心嘛无半间，捷运呢免搁较讲。所以其实。我今天为什么会出来参选？都是拢是民进党做一卡，我要建设行政效率低落，我来做，
绝对袂分蓝绿，一直甲拼落，这才是我的关键。接着，请赖清德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好，何市长刚刚2分钟又放了不少的假消息。台南市有国民运动中心，不是没有；台南市也有公托，不是没有。我在任内也有推动社会住宅，并不是没有。你的温子俊的征收不是没有发生抗争，媒体都有报道，是你视而不见。另外，柯主席刚刚所提到的，如果要谈诚信的话，蓝白合6点协议签了都可以作废。其实3个人里面，你是最没有资格谈诚信的了。第二个，每一个政党或是每一个派啊，其实都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做好的地方，也有做得不足的地方。我的态度就是勇敢面对嘛，该办就办，该移送就移送，该离开就离开。当初吴乃仁的这个，包括洪其昌的案件，我是看过判决书，我认为的确是有问题。后来提出来之后，的确接受到高等法院的再审，大家都应该很清楚。如果判决没有问题，要得到高等法院接受进行再审，这是何等的不容易。再审之后的结果，我们就尊重嘛，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台南市的李全教，你也去跟他助选过啊，你还举起他的手，他是台湾地方自治史上唯一涉及议员选举贿选，而且议长选举也是贿选。我很清楚他议长选举的整个贿选过程，所以我才进行地方政治黑金政治的革新。至于邱丽丽，我们已经给她停权，高于民进党党的规定给她停权，目前正在审判当中。我相信民进党会依法来办理。现在请赖清德先生提问，时间1分钟，请提问。胡贸易协定10年前被太阳花学运给它挡掉，台湾的经济才有动能，不仅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还行销全世界。这几年来，台湾的经济持续不断的成长，股市屡创新高，台湾的经济体也已经成为世界第21大经济体。在这个时候，不管是侯市长或是柯主席，都重提10年失败的政策，要重启胡贸，请问目的何在？这难道要把台湾再度锁进一个中国的市场吗？这对台湾的经济发展真的是有利吗？对台湾的社会不会带来冲击吗？第二个，在能源转型方面，你们过去担任市长的时候，通通都说没有核安，没有能力处理核废料，都不应该用核电。可是你们现在不约而同，核电厂都要延役。同时呢，你们的能源政策里面，核电要占到10%以上，这要盖到核8，请问你要盖在哪里？你要核废料怎么处理？请柯文哲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刚才赖副总统又示范了一次什么叫做诈骗。这个太阳花学运是反黑箱不是反胡贸，搞清楚。当时太阳花学运，民进党跟场外的那些学生答应的是什么？要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在这个通过以后，才开始规范货贸才胡贸，这相当清楚你今天民进党执政快要8年了。只有民进党不想通过的法律，没有民进党不能通过的法律。当时太阳花学院的结论是什么？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你要搞清楚了。还有一点你又说人家推动胡贸，我什么时候推动胡贸？我还是问我的秘书说，这怎么一回事？他说，报告主席，我们从那个陆委会的网站上面抄下来的。结果果然没有多久，他就赶快把那一段拿掉了。陆委会里面也讲先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然后才货贸才胡贸。我跟你讲，我还抄你们陆委会，你要不要回去先把你们陆委会那几个先处理一下？再来了核电的问题，其实大家还是要诚实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台湾的半导体工业已经超过 GDP 20%，很不幸它高耗电了。我当过17年台大外科加护病房主任，我是台湾重症医学当时也是算最高权威我们的确没有办法写那个核灾的那种应变计划，因为我们只能写到8公里，如果画30公里，要疏散几十万人口，这我知道有困难。
但是这样啦因为过去这20年来从三岛里，然后经过福岛，还有那个车洛比的确核电厂的安全性是有提高了。核废料长期处理的确有困难，但是40年内是可以处理的。所以结论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很诚实的跟老百姓讲说，今天国家困难就是这样，我们怎么办？坦白讲到马路上也可能被车子撞到，难道你永远不上马路吗？接着，请侯友宜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我先跟他回应，赖主席，你去上海有讲亲中爱台无？两个，我刚刚讲废死讲了老半天，反废死讲了半天，两个的态度模棱两可，态度较清楚嘞嘛，这才是一个态度嘛。要做国家领导人，讲个清楚，路要往哪里讲，卖底下打模糊空间。我是主张反对废死。今日咧讲到这两岸经贸，民进党每一次经贸，什么事情都可以扯到政治，什么代志都能怪两岸经贸造成很多的事情不方便，造成我们国家陷入困境。我的两岸经贸政策和民进党最大差别，我是布局全球。我今天不是只有在两岸 A 法，两岸 A 法继续爱搁行，但是要有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来监督。8年你也唔好过啊！你若要有心要做，你就紧好过嘛。你8年敢唔敢甲 A 法废掉？你也当作以前是糖衣毒药国啊，即摆甲当作保佑。所以其实这是咱上大无共款，不要去怪别人，家己路是要哪行。讲到核电，你无讲，大家想到你嘛灰核家园，你的新出牌啊，嘛跳票啊。2025灰核家园，包你王美花嘛是讲跳票啊，做袂到嘛。核电，我已经讲，我从来没有反对核电。我核安做好，核废料会当妥善处理，咱一定会当用核电。我讲安尼，你若无咧甲我听啊？很主席，我讲的整个减碳的过程当中，我一直说核电很重要，要以核减煤，不是你咧讲的有干净的煤。我们会下来，基本上全台湾排第一名，挨自己会下来，这都是用燃煤嘛。接下来进行第3轮的交互诘问，回答的顺序和第1轮相同。首先，请柯文哲先生提问，时间1分钟，请提问。请问赖先德先生作为台大的校友，你对当年卡管案，还有林智坚的论文抄袭案，你对民进党这样干，你的评语是什么？你也同意这样做吗？在那段时间，我没有听过你有讲任何一句话。作为医师，高端疫苗，你真的同意吗？别人我不会怪他，我会问你，因为你是医生。为了高端疫苗挡 BNT， 你同意吗？高端疫苗要封存30年的采购合约，你同意吗？当时提供给立委审阅的重要项目全部涂黑，这就是民进党的公开透明吗？我也问侯市长一个问题，我在内心很久了。其实黄国昌公布他们家的赖皮寮控照图，其实新北市政府早就有了，你为什么不拿出来？你是要养案，还是你们就是互相卡？我真想不通请赖清德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第一个，我不接受柯主席称我们家的房子是用那样的方式，我觉得非常不礼貌。一般的民众就算了，你是党主席、总统候选人，你不应该带头做这种恶意的示范。那第二个呢？身为台大的校友，我当然关心台大的学术自由，关心台大的发展。你只注意到管教授的这个案件，但是你没有去注意到，其实一开始有声音的是来自台大的校园，而且他能够担任校长，也是在我担任院长的时间内核定的。这个你应该通通都应该要清楚。我对论文抄袭的态度一向严谨啊。这个在论文，我在当党主席的时候，我已经做出严正的裁示。你如果认为高端有问题，你是医师啊，
你可以提出到底问题在哪里，移送检方去办。就我所知道，目前各地方检举的62个案子，检调单位都已经查明完毕，并没有任何弊端出现。你如果还有进一步的证据，我鼓励你不要停止，待会离开的时候就马上去地检署按铃控告。另外，合约的部分，我赞成应该要公开了。为什么？因为高端他们的价格已经公布了，立法院也已经调阅过，监察院也已经审议过了。所以这个时候把这个合约公开，我认为人民有知道的权利，而且也可以避免不断的恶意的攻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侯市长，我要跟你说明，我2014年去上海，我讲的是什么？我说希望能够透过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理解、谅解、和解，用交流取代对抗，对话取代对抗，交流取代围堵。我没有提到任何亲中爱台这样的理念，我简单跟你说明。我希望你未来不要再以讹传讹。接着，请侯友宜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其实类似像卡管案，最重要是政府干涉了学校的学术自由，这是最不应该。搞起码大家对这个事都耿耿于怀。讲到这不是学术自由你妨害以外，你嘛成立促转会呢？你会记得我第一次出来选举的时候，促转会变东厂呢，逐天搞抹黑，搁要定什么除垢法针对我来，搁讲一句话，现在不操作等何时？搁讲到这，你 NCC， 哇，听你的都上台，唔听你的就会落台，完全掌控了所有的新闻自由，这就是恁的态度嘛。今日唔那安尼，搞我的党产，拢用转型正义甲忽略，我不反对，该安怎就安怎，但是未来我要承诺，我动算，我党产归零，彻底解决党产的问题。唔照对，你若讲我有问题，互恁怀疑，我无法度，我一定无法度解释，我就讲好清楚，也是咱你徛袂定，也是咱有啥货。咱该面对就爱面对嘛，唔是你卡管你唔对，你就爱出来讲好清楚，你我底下闪来闪去，这就是我上无法度看袂起的。尤其你咧讲，63件高端，坑咧，也是讲办完啊？你去问人民，高端办完了吗？是你们包庇的还是怎么样？我不好意思说了，但是人民都有问题啊。你封存30年，即马就好做啊！个当时唔免等甲你，你也算无掂，我来封存较紧啦，我来开拍过较紧啦，唔免个等甲你即摆做副总统啦。你即摆做副总统，你就让解密啊！你有冤枉力啦，无我要做总统，我谁该解密，谁该处理我就处理。现在请赖清德先生提问，时间1分钟，请提问。好，我再一次强调，我是3个候选人当中唯一没有炒地皮、没有炒房的候选人。侯市长，你神通真的广大，一间房子竟然可以申请99个门牌号码，全国没有一家旅馆或民宿有能力这样做。你的家人对学生收取高额的租金，用这些资金在新北市买土地、炒地皮，最近又放宽容积率，借此谋取暴利，连基本的利益回避你都做不到了，你还谈什么居住正义？你又为什么又有何能力领导这个国家，帮助年轻人？柯主席，你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买农地啊，不管是特定农业区或是山坡地、保育区的农牧用地，甚至把它开辟为停车场，破坏农地农用的基本价值。你们家说买农地是为了要开业，但为什么不买建地而买优质农地？那为什么几十年的租金，你却说你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情？请侯友宜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选举啊，选到如果歪理也可以变成理，而且连自己的亲人都给卡落，这是未交代。我今日记者会都讲得足清楚的。我新庄那个土地，是因为我们前面跟后面2块地连在一起，那我们的房屋就盖在上面，那是已经将近60年的老房屋。我从来唔爱去住过，也唔爱去使用过。咱讲占着隔壁邻地
的土地，你还搁甲找出来，看要解决无？咱会甲斗解决，无人一世人，伊嘛毋知影要安怎出入，厝港徛咧，要还人家一个公理嘛，合情又合理嘛。尤其我特别提醒，麦哥底下抹黑造谣，讲我和这容积奖励，我故意放宽，我得利，你真的这个是一个大谎言，搁咧骗人。我们所有的我253、254两个地号都不符合容积奖励的都更，根本迄路一点仔尔，迄伫内角厝，迄完全拢无。讲我咧炒地皮，我咧内地，选举无选到安尼啦。尤其这嘛毋是我财产，这拢是阮娘家为着阮囝过往了。哪会甲我讲？你吼一世人出生入死，趁无2000钱，你一个囝甲我顾啊盼盼去。我的孙呢？伊甲我讲一句话，讲吼，你无法度顾阮某、顾阮查某囝，也无法度顾阮孙。我把这财产摕出来，好好来照顾你，啊，你好好去拼。阮一世人是用这个态度，阮某遐财产拢是继承而来，来面对这个问题。我很清楚，从头到是合法，也缴税。也所有都有规矩，什么99个门牌，那都是一个合法的建筑物，大家可以去查嘛。接着，请柯文哲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其实，在今天这个场合哦，我们应该大家要讨论的是台湾何去何从，结果都在讨论我们的房地产。你呢？我也很不喜欢说在这种地方哦，又去讲一大堆的。我虽然有时候平常很喜欢开玩笑一下，但是面对国家的大事还是要严肃。赖清德当然你可以不炒土地，我跟你讲哦，黑帮老大都不需要自己动手的。你那新潮流在变起来帮你唔知影，你真的不晓得吗？我跟你讲哦，道德正义哦，不知道有一天我当了总统，我才可以实现。我跟你讲，我是讲话很直的人。是非对错我们都知道，那看唔对，我都会举手讲，这不使哦，好歹我会讲一下，也是因为我这种态度，你知道，我也相信说我的环境里面歪七扭八是会少很多。我也知道很多民进党的朋友在嘲笑，用你选不掉哦，讲迄理想拢不好了。但是我们今天国家不是因为这样才垮掉的吗？为了要胜选，然后在这个理由之下合理化所有的行为。今天新潮流对台湾造成的祸害不是这样吗？还有一点呢，你老是要示范哦，什么叫抹黑？我也承认我爸爸帮我买那一块地，那一块地是农业用地啊，不能盖医院的。我爸爸一直很希望我有一天可以回新竹去。我爸爸最大的愿望就是我当新竹医院的院长，只是说，抱歉，只是说哦，哎。不好意思，所以说哈，这么多年来哈，就是人生的际遇嘛，我就是没办法符合他的期望。不过这样的话，不是买土地就不对了，这个你要搞清楚了。抱怨了。现在请侯友宜先生提问，时间1分钟，请提问。赖清德先生，你曾经说过，赵务员3万多的薪水，你搞低薪，叫伊都要做公调。你嘛讲过，多数的民众大概50成以上，伊的薪水有调，但是先讲咧，赖先生，你知影台湾的年轻人25岁以下，他每月薪水3万元，没有超过3万，将近一半。你讲疫情期间台湾经济成长率低迷，你讲房价正在降。事实上，民进党执政这8年，新建案推出来89%，阿扁啊做总统的时阵22%，马英九做总统的时候39%，嚯，恁自己做房价就一直飙。有学生跟你讲，拿不到支付补贴，你讲去跟房东讲，你就有同理心吗？请柯文哲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
因为侯市长没有问我知道清唱，你知道？我倒觉得这样的其实我们在台湾应该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文化，就是说，还是那一句话的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不会犯错，就犯错的时候，那能够很诚实的去面对问题，把它改正。其实台湾遇到问题太多了，我们怎么不晓得？劳保快要破产了，大学要关40家，健保费用没办法控制，劳动力低落，5缺，5年前就5缺，现在是5缺啊。竟然我跟你讲会缺蛋，就是你看我看到10几个第一次遇到有缺蛋，连卫生纸都会缺，这怎么搞的？但是这样的抱怨没有用，就是说，我倒觉得这样的利用这个机会跟全国人民讲我们不是要从此选一个好的总统，然后从此王子与公主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倒是跟你们讲，我们只要选出一个人，你知道，较正常的认真工作意识形态不要太强但最重要不要贪污了。坦白讲不要贪污不是一个美德，你知道，它是基本条件的。说在我们台湾，我常常问人讲贪污现在用不要紧啦，莫贪伤多就好。我讲。还有人跟我讲说不要紧啦，贪污有罪代志嘛是会使，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的问题嘛。其实我们就要让这个国家正常就好。其实我跟你讲我们很诚实的面对我们每天遇到的问题一条一条去给它改过来，安就好。其实这样我们不可能一天改变这个国家，但是不能幻想说你什么事都没做，这国家会改变。以前李登辉还在的时候，有一次他跟我讲。40年无解决的问题，你免想要4年解决。这一句话有对的地方，也有错的地方。40年无解决的问题，不可能4年解决。我知影。我将来呢，在这一段话下面加上我自己的一段话。但是你现在不做，40年后还是一样。所以就大家继续努力。接着，请赖清德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好，谢谢。刚刚柯主席流泪了。我不会认为说他是为了他们家那块土地在流泪，他应该是有感于父母亲对他的关心跟照顾，所以我也希望柯主席不要再说我的流泪、感动流泪是为了我们家的房子。第二个，就以这个刚刚讲到房子的问题，你说这个是国家大政在讨论，不应该谈房子，可是今天这一场辩论会里面，最先谈房子跟土地的是侯市长，第二个是柯主席，我是第3个才回应。我也认为，在这么重要的场合上面，应该要跟国人报告每一个候选的国政蓝图。我在申论当中已经清楚说明我的国政蓝图，还有未来要将带给国家走向什么样的一个方向。第3个是。柯主席今天也讲了，就是说国民党地方的牛鬼蛇神，要用他的时候就怎么样，不用他的时候就怎么样。柯市长第一次选台北市长的时候，也要求新潮流的支持啊。新潮流后来看破他的手脚，认为不值得继续支持，从此之后不断的在抹黑、造谣、攻击新潮流。最严重的是，为了要凸显自己的财政纪律，用错误的讯息攻击高雄市陈局市长。陈市长已经澄清过多少次，你依然故我，这不应该是所谓新政治文化的作为啦。另外，侯市长特别提到了3万块钱的那个照服员，他们的薪水都已经提升到4万多块钱。我当时的说法不是你刚刚所指称的那个样子。第3阶段到此结束。我们现在要进行今天辩论会的最后一个阶段，由候选人来做结论，每个人有5分钟。依照先前的约定，在结论的部分是先申论后结论，后申论先结论。所以我们首先请柯文哲先生做结论，时间5分钟，请开始。好。今天对我个人来说意义重大，其实这是一场总统大选前的辩论，这是要决定台湾未来的方向的一个关键的辩论。我身为总统候选人站在这里，其实这是证明台湾人渴望改变，渴望政治清明，渴望这个社会有公平正义。因为想想看我们没有资源，竟然可以打到这里，
这绝对不是我们多厉害，这是因为人民的对现行政治制度的失望。我在台大医院当了30年的医生，这30年当中我没有参加政治，不过我是对公共事务很关心的，因为我的出身背景其实一开始我跟民进党也比较好。当年民进党是一个进步价值的代表。10年过去了，很多人说，柯文哲改变了，其实我一直没有改变，我还是那个样子。10年来，我体会到，从我从政的第一天开始的，陪伴在我身边的不是任何政党，是台湾人民。是你们对政治的信念，你们对进步价值的信念，才能够让我在这10年当中一直坚持清廉、勤政、爱民、爱乡土。这一句话，这个标语是贴在民进党中央党部会议室的墙上。10年来，柯文哲代表是一个渴望改变的声音，是希望台湾可以前进世界的信念。这几年来，各种对我个人的政治攻击，只是一再证明，民进党已经距离自己原先的信念越来越远。我在台北市工作了8年，我不会说我是什么最优秀的，不过我觉得绝对是最认真、最务实的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我带领跨党派的团队还债，你知道吗？其实还债重点不是还债还钱，重点是它是一种精神，因为他真的开始在思考说，我们要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台湾给下一代。这是一种永续的精神。政治应该落实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我在台北市工作8年，我在台大医院工作30年。其实我每天的工作很简单，就是面对眼前的问题，然后把它解决掉，然后打起精神，明天再继续工作。我在台湾政坛代表，其实就是一个理性务实科学，把我们相信的价值跟理念在每一天的实践当中，去落实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因此，选择柯文哲并不是选择一个候选人，他是选择过去10年来台湾社会所渴望的进步和公益。我要跟大家讲，用我过去8年在台北市政府的服务经验，还有当医生30年，我的良知跟专业，我要跟大家报告，柯文哲还是会坚定的继续改革之路。这个国家需要改变，不可以再这样下去。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人口危机、劳动条件、高等教育投资不足、医疗品质堪虞、健保岌岌可危、居住正义有待进步、能源稳定堪忧、产业韧性目前还没有做好，2050净零碳排放已经迫在眉睫了，国债继续在增加，这个社会吵吵闹闹，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共荣的社会？当然，我还是相信说我们要强化台湾的民主核心价值的，因为这也是台湾在世界上被看到的理由，也是我们目前在地缘政治面临这么大压力唯一的解放。民主还是中华民国在这世界可以存活下去最大的安全保障。请相信，柯文哲会广纳所有人才，让人才为国家所用，而不是服务哪一个特别的政党，或者是政治势力，或者是财团。我相信这一次选举之后，共荣社会、国家治理还是变成台湾的国家愿景。这一次，唯一我们需要相信的是，相信我们自己，相信坚持了10年的我们，一定可以一起把这个国家赢回来。明年1月13号，我要请所有相信理性务实科学、相信民意专业价值、相信政治本来就应该落实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的人，为了你相信的政治，请出来投票，投给1号柯文哲。出来投票，投给我们相信的公平正义。出来投票，投给我们这10年来一直坚持的政治改革。出来投票，投给我们一起守护的这一片土地和国家。我一定会坚持，国家的现在和未来都会在我们手中。你们是我从政的理由，你们是我坚持的力量，我也会坚持下去。谢谢。接下来，请侯友宜先生做结论，时间5分钟，请开始。柯文哲主席他都目屎流了，伊流目屎是因为民进党甲抹黑全后部。但是我嘛甲柯主席讲，咱免流目屎，咱
面对这一切的打击，咱要勇敢向前行。民进党都无步加一步尔。过去8年，大家辛苦了。我知影诈骗互你困扰，贪污互你愤慨，假薪水互你无奈，民主倒退路互你真切心，两化紧张，互你真惊吓。过2天，就是咱中华民国113年新的开始。无论过去的路偌长、偌艰苦，咱有机会用咱的选票来改变一切，用咱的坚定的步伐向前行。未来我一定陪您斗阵行，因为我知道你值得更好的未来。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下一代希望我们能够做得更好，他们会更幸福。专注无能、贪污腐败，已经让民进党对头落到尾。尤其头拄啊，柯主席迄段话，我心有果感。我定来讲，去菜车问了台爹甲关心的生活，伊甲我讲安怎？你敢知？新潮流袂散，台湾了一半，搁甲我画3摆。所以赖先生啊，你是这个共犯结构的既得利益者。为了选举，你台独的新主派也无爱啊，嘛乌金弊案你嘛拢甲切啊，啊为了新潮流要篡大的你嘛甲切。但是你这严重、这么破败的民进党，那有法度救？无法度救嘛，无法度赢得人民再信任了。一位我非常尊敬的民主政治前辈蒋渭雪先生，他一生为台湾社会民主运动来奋斗。他曾说：“同胞须团结，团结真有力。”这就是我出来选举上大的目标。台湾不需要分化冲突，不需要分你我族群党派，大家徛做伙斗阵行。治国需要一个团队的力量，需要有能力、有魄力、有青年的号手，带着大家往前走。柯主席是一个人超过整个政党。赖主席，你要靠一个腐败新潮流，佮继续治国家吗？侯友宜担任总统，一定见过一个青年的团队，一个共治的政府，不像民进党独裁专制。我完全有能力筹组联合政府，来完成人民政党轮替的愿望。在这里，我要向全国人民宣誓，我要号召一场新台湾政治改革运动。我的核心价值是和平、尊严、公平、正义、清廉、勤政。和平、尊严、公平、正义、清廉、勤政，这不是一人一党可以完成的，这需要所有有志之士共同来斗阵行、斗阵拼。我相信柯文哲主席也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我知影，咱拢不是为了一个人之私、一党之私，是为了团结进步台湾的方向向前行。1月13号是投票日，也是经国先生逝世的纪念日。他的清廉勤政是我一生坚守的信念。经国先生讲过一句话：今天不做，明天就后悔。亲爱的国人同胞，我从一个基层，今仔有这个舞台，你来拼总统，感谢人民发这个机会，发这个机会，我真正有够感动。在我人生上重要的最后阶段，我会用我的心，用我的力，继续拼。若像我一世人参加几啊十场的枪战，我拍无死，是老天留我这条命。这条命要做啥？过咱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过咱台湾民主的自由，侯友宜一定做会到。最后，请赖清德先生做结论，时间5分钟，请开始。好，最后我再奉送2位候选人一段话。身为总统候选人，是政治领袖，
对任何个人、团体或是政党的攻击，必须要依法有据，捕风捉影，不会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那侯市长如果真的有心改革黑金政治，贵党内黑金家族应该第一刀就要扫除下去，对国家社会一定有莫大的帮助。各位父老乡亲，我要感谢大家37年来支持民进党，让民进党从草根当中诞生，成为有力的监督力量，也成为执政党实现理想。2016年和2020年，人民的支持给予了我们力量和机会，让蔡英文总统有机会带领中华民国台湾推动转型改革，也落实我们长期坚持的社会价值，让国际社会认定台湾是一个文明、勇敢而且值得尊敬的国家。2018年跟2022年的挫败，也带给我们深切的反省跟检讨，这些都是民进党继续前进的重要力量。感谢你们大家，民意就是我们的养分，对政府、对政党、对政治个人，通通都是如此。我不是赖神，我跟许许多人一样，都来自平凡的家庭。过去我从医时，我从病人的痛苦跟需求当中精进医术，也回馈照顾他们。我从政之后，也从民意当中检讨、反省、改进，补足自己的缺失，让我在承担更大责任的时候，能够撑稳国家的需要，让国家能够前进。近30年来，我从民代到地方中央的行政历练，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未来我跟美琴，我们一定会建立一个有效能的政府，照顾全国每一个父老乡亲。另外，我也要感谢台湾人民支持蔡英文总统领导的团队，也要感谢坚守岗位的军公教同仁，更要感谢广大的社会大众。我们共同努力，已经让国家走进了正确的道路上。这8年来，我们选择务实外交、国防自主的道路，让台湾得到国际社会更大的支持。我们选择了经济转型、能源转型，让台湾在全球的产业供应链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也让2050净零转型做好准备。我们选择了年金改革以及婚姻平权，我们彰显了世代的正义，同时也支持年轻人的进步价值。我们选择了扛起家庭生养的责任以及居住正义。我们把经济成长的果实分给广大需要帮助的社会大众。我们也选择了认同中华民国台湾的道路，团结每一个族群，团结每一个世代。在面对中国威胁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共同面对各项的挑战。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属于台湾的时代，一个更有文化自信、更有国家尊严的时代啊！一个摆脱依赖中国的经济，一个不再屈服于中国压力的时代，一个让政府扛起更多责任，接住每一个彷徨需要帮助的每一个个人。我们看见的未来，我们也掌握落实新的价值。台湾好不容易走上了这条道路，绝对不能够再走回头路。赖清德和萧美琴会持续在这一条道路上，让台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我们会打造有力的政府，不分党派，用人为才，倾听民意的期待，团结所有的力量，让中华民国台湾能够有更好的未来。这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而是走向未来，或者是走回过去的选择。因此，敬请全体国人1月13号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2号美德配，让美德赢台湾，让台湾赢得美。也敬请支持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谢谢大家。
2024总统候选人辩论会到此圆满结束。我们谢谢3位候选人、现场贵宾以及所有观众的参与。相信选民透过这个辩论会，会进一步对候选人的政见主张以及人格特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民主需要不断深化与成长。3位候选人今天以辩论的形式，为台湾的民主做出新的示范。期盼我们都能在公共利益的指引之下，用心打造自己与国家的未来。祝福大家平安顺心，也祝福台湾大步向前行。再会。欢迎登来到咱2024总统候选人辩论的这个会场。那么会后呢，咱游玩4位咱的老师拢伫现场吼。咱今仔日差不多将近还佫有1点半钟的时间吼。我大部分会分做两种2个战术，一个就是候选人因的表现如何。第二，咱公共电视特别的使命就是讲。候选人所讲到的这个议题，到底有讲了清楚，那么有会当搁向选民、向咱的听众、咱的观众来个说明讲，咱必须按安怎来思考这个问题。吼，首先我来请教4位，纵观来讲，吼，老师们对这3位的候选人因的表现如何？吼，那首先请这个江老师。这其实3个人表现拢超出咱本来想的迄个标准啦，哦。罗副总统本来伊就是伫这个职务台底，所以伊有伊的执政的优势，所以伊了解看当然是比另外2位要较快，这是伊先天上的优势嘛。但是伊今日讲2项，我是特别有一感觉啦，就是讲要做一个总统，就是要带领这个国家向前嘛，就是讲你要解决问题，要用2个代志：第一，解决问题；第二，创造未来。啊，你若要解决问题，就知影问题伫倒位啊。啊，你有才调好解决这个问题无？这第一项。啊，所以3个人爱表现讲，我对问题了解，台湾即马所面对的问题是啥物样，我知影。啊，第二就是我有能力来解决。哦，我比其他2个要较好。哦，这第一项。第二就是讲，啊，问题即马解决了后，啊，未来台湾要安怎行？哦，种第一就是解决问题，第二就是未来的方向。这2项是选总统上重要的代志。啊，所以今日有辩论会嘛。哦，那但是今日辩论会呢，辩的就是欢的啦，哦，各种正反的迄个角度来辩嘛。啊，论的是讲伊个深度，看你这代志捌了是深还是浅。但是今日辩论的会吼，辩论较少，辩解较济，辩论较少，啊，辩解当然嘛是有论啦，但是辩解较济嘛，就是讲你要带咱一个国家是看大，无看小，看前无看后嘛，哦。啊，这3个其实拢是有拍拼啦，但是我看分别来看，第一项就是讲，罗副总统今仔所表现的，我对印象上深刻的，就是讲当然伊个性就是真平凡，安尼来行。啊，伊对台独有一个新的定义，甲过去民进党的定义的态度无啥共款，这第一项。啊，伊今日有特别讲嘛，啊，第二就是讲，伊嘛赞成讲高端，哦，这个。买卖迄个合约爱公开，这嘛是第一排讲。我是印象足清楚。啊，第二当然伊对家己所面对问题，啊，个未来要怎行，伊嘛讲。啊，个有一项第3项是其他2个人无的。其实要带一个国家吼，毋是一个人外交，是一群人外交。哦，咱讲要做事，要有一群人嘛。哦，啊，你若要做田，要有一窟田。所以这群人。赖清德、赖副总统伊讲，伊要甲萧美琴带领伊的团队，伊有讲一个团队 team 的观念。但是你侯友宜也是郭文哲，因今仔较少讲这样代志，因对因的副手嘛足少讲去。敢若赖清德讲几啊摆，伊甲萧美琴甲未来伊的团队，所以伊是对台独新一个定义。
高端要解约迄个解密而且有一个团队概念。后有伊呢，其实我对于今仔讲有几啊点是足惊讶第又讲一个联合政府，其实国民党过去最近这么久的经验，因为人有够。伊今仔特别讲，你结论是讲，伊要由摘掉来组一个联合政府，其实这是另外一个用意啦。以前 message 哈，这释放一个消息讲，其实其他政党除了我以外，你若嘛后摆呢大家斗阵来拍拼，这嘛是要你有票啦但第二就讲，伊的表现比大家过去想的较好可能是大家过去感觉伊做警察出身的。口才较歹，但今仔票厉害有进步，表示讲伊嘛是咧学习啦，这嘛是值得肯定。国民党今仔是敢若是，就是伊的智慧也好，巧也好，但是拢是几啊摆伊拢讲，伊做代已经足公营的啦。讲甲因爸爸讲，希望伊咧新竹然后法度做一个新竹病院院长，也真好，但讲到遮伊那开始就心酸啦。其实后尾伊是误会讲，伊向我心酸，唔是，是讲对爸爸的期望没有达到，所以有一寡心酸，拢真情流露。总的讲起来，今仔其实聚焦的一个焦点就是三项嘛量化，主管的问题，未来经济甲迄个能源，这其实拢是未来咱台湾必须面对的问题。老师，要叫你拍分数，你敢拍得出来？这三个其实每一个分数，做老师来讲，拢是80分以上啦。但是你来讲，要未来，今日我都讲嘛，辩论较少，辩解较济。那辩解较少一个辩论较济，这分数拢95以上啦。拢会乌拍了。啦，不是95以上，95以上所以我莫逼你讲倒一个较好啦蔡老师，你认为？其实我的看法是安尼今仔辩论会变做讲比如讲你问的问题是针对某一个总统候选人。但是事实上，伊内容唔是咧问伊啊，这足奇怪的代志啊。就是讲有一点啊，老师，这是辩论的设计问题吗？唔是辩论的设计，就讲这个时阵你要问什么人，这拢设定好的嘛。但是你就是讲啊，迄个题目叫招经理啊，迄内容，结果迄个回答的人讲你拢无问我，你若拢无问我，这表示啥物？有一点就是讲，伊要创造一个就是讲拿力对决啦。我即马因为迄个拿赢意思就是，我来一直讲民进党执政的包袱啊，一直甲挑战，一直甲讲，因为伊要攻击这个部分嘛。但是事实上，有当时你嘛是爱问讲，这第三党的候选人，是毋是？你嘛是。所以蔡老师，你的意思就配合他都江老师已经讲的，讲已经开始咧讲联合政府，咧讲咱就安全，所以在策略上一直咧讲力赢。一直甲我感觉有小可有放软啦，意思就是讲，咱以后佫会合作嘛，国民党主席伊家己嘛讲，伊是讲大家拢讲伊敢袂调，你讲这个证据有啥物路用？我意思是安尼啊，就讲伊这场的选举其实是对赖清德来讲，伊爱全面作战，因为全面拢会讲伊嘛，伊就爱一直回应啦，我感觉对伊来讲，上伫咧辩解的部分，伊就爱短一两分钟的时间。要分30秒讲回应迄，要回应迄，其实是迄个。但是我是感觉安尼，伊创造一个上重要的文化。你莫阁用迄个歹听的名去形容因兜迄个工寮啦，事实上迄个工寮呢，大家拢讲做大寮啦，足大啦。迄边仔的公园讲迄是因兜的花园啦，这清气淡淡，整体哩足好的，大家讲迄是金光闪闪的豪宅。我感觉要拍这个议题多好就好啊，无拍到尾啊，其他遐炭工会讲啥？你这真正是虾仔咧行路啦，倒弹啦，已经拢反弹嘛。所以我讲你嘛继续去拍迄，当然民进党一定会拍迄个侯友宜本身伊伫文化大学迄个帮社的代志我感觉是安尼啦。你做好个人，你要有量啊，这50斤拢做袂出去嘛。你足简单，你就讲50斤做袂出去，好，我来写价啊，17000剩8000。你后迄个做袂出去的，你现主事拢会当解决啦，你过去这99斤，你嘛阁有去补税啦，你嘛是咧闪法律旁啦，当然你拢合法的，但是咱即摆毋是咧讲法律，咱即摆咧讲的意思就是讲，你做一个好野人，你够有量，你袂使12月困厝顶当生因为你做好野人嘛，你有这个在，你做袂出去，就是因为伤贵嘛。遐学生来讲这伤贵啊！老师，咱会当小等来对这个个别的议题来深入是，你先甲咱评论一下，这3位今仔日的表现，你感觉
像头仔江老师讲，拢有80分以上。我感觉三个表现拢袂歹啊，就比如讲郭文德主席吼，伊的反应嘛算足紧的啦，吼，伊会对着这个问题开始就咧讲啦，吼。啊，迄个老副总统其实伊拢有准备啊，你看伊讲的物件，你就知伊拢有准备，吼，所以伊拢有去要着这到底要问啥物，要问条件啥物物件。啊，但是主要侯友宜你也看伊大部分的时间拢咧攻击啦，吼，我感觉伊的策略就是安尼，吼，啊，这个表示讲有可能就是伊感觉爱攻击。哦，伊讲足侪证件，当然有讲到废死的部分啦，吼，这伊反对。啊，我是感觉讲，主要伊也是爱攻击，所以对这里看会出来讲吼，因的策略拢无共款，吼，啊，伊嘛无摕到伊的副手，我感觉这足奇怪啊！你的副手遮重要啊，啊，你们讲你摕名这个上，你感觉上好的啊，但是你无讲到副手，所以我感觉这点吼，就是讲，老师啊，你会当拍分数吗？当然啦，我来拍分数，我是感觉迄个两个拢。去用攻击的，迄个两个甲攻击迄个，多一个你较无欣赏安尼？我是感觉郭主席伊的回答吼，我较无满意啊。我等下较讲是安怎。好，是来，好无？来，辛老师，我感觉三个拢袂歹。好，我家己听落来感觉，我是感觉讲，第一点吼，无太多的意外。哦，无互你意料之外。对，空这三个候选人吼，伫过去这段时间讲的，我感觉无太大的出入吼，所以这点感觉人讲四平八稳啦吼。第二点呢，三个拢有寡因家己小可闪避的问题，无完全直接去回答。对，三个人拢小可有一点啊，吼。在咱等一下讨论着单一的议题的时阵，咱再来讲吼。啊，第三点呢，我家己感觉讲，咱会当肯定咱家己就是讲吼，三个选情伫即马要投票进程差不多成半个月吼。候选人呢虽然讲会紧张嘛是足严肃啊，吼，一款场面呢，会当时还有一点点啊趣味的所在，有人性的所在，对，无唔对。所以呢，政治虽然讲是一个竞争，吼，啊，毋过呢，咱其实嘛会使为安尼一道跟一道的这个选举安尼看落来的时阵吼，其实。当时啊，咱有哪会当放较轻松的？我感觉因即道的即个下晡的这个辩论吼，其实有做到这点，所以我感觉三个拢介好。三个拢有80分以上。有拢有嘿。吼，这我老实讲吼，其实我咧看伊，本来要看进前，我会感觉讲，唔知会困去咧。好加载，我无困去。蔡老师，你安怎看？我是参拄只几位来宾的看法吼，相共啦吼。其实三个应该是拢表现得袂歹，这嘛会当看出着讲。咱台湾参中国吼，这整个政治制度真正有足大的差别啦吼。但是你若要讲吼个别的分数吼，我可能会互赖清德较悬的分数，是安怎？因为变成讲两个若像咧问一个吼，啊咧迄个大家咧互相咧对问的时阵吼，有当时啊侯友宜即个侯市长伊无去问郭文德郭主席，啊尾啊变成郭主席家己讲要自问自答。啊，尾啊对咧做伙问即个赖清德吼，所以你若要互伊，阮伫校内底讲吼，学生啊定来讲，老师啊，我写遮济，敢有一丝仔分数？啊，所以你若两个候选人吼，拢一直甲问共一个人吼，我会互迄个回答了讲较济即个候选人吼，较济即个目水的分数啦吼，所以这是我拍分就的一个原则。哦，是。他多吼，四位也拢讲大部分吼，今仔日的议题，即个上多，一直说，我看到3-4年吼，对着即个九二共识，吼，美中台三方的关系，啊，你是毋是台独的不是者？啊，你是到底要安承认安怎？乃至到讲爱克法，吼，你到底安怎？我先就即个战术吼来，请四位来讲吼。老师，你认为因？这当然有两种啦，吼。第一，因讲了这个论述有完全无，吼。第二，像讲甲听起来，这逻辑，吼，较会当说服人。其实主体性这样物件，本来伫政治学内底就足歹讲的，伊主权哦，伊是一种抽象的代志，哈。所以你讲台湾的主权，甲这个国家甲宪法，其实需要足长的时间才有法度慢慢来去讲啦。啊，你要个你宪法是民国30几年代志，即马要提起来讲，即马是毋是适合即马的时代？他们讲本来就是会研究啦，但是你即马人数要修宪已经无可能就麻烦咧。所以你等于说用较早的宪法，啊，对面对即马的情境，你要来解决，其实你来足侪补充的方法，
叫法度适应现在嘛。你美国的宪法也未超过20条，但是伊就足侪用补充条文，哦，来去解决伊问题。其实未来咱会使讨论啦。比方讲，因譬如一来讲，因讲累过济，啊，你讲累过济，其实迄种精神，你宪法内底，你若讲即马总统权力伤大，也无受到讲你要去立法机关的制衡，啊，你要去报告，其实你会使创造一个迄个现情的文化、现情的先例。你看英国吼。无一部迄个法，伊无宪法呢，伊无宪法，但是伊有文化，伊有惯例哦。咱嘛其实会使学这，就是讲加减学，这还未修宪以前会使安尼做。啊，第二就是讲你就9月共识啊，即马是毋是搁实行，还是无实行？其实要看你安怎去做啦吼。你若予伊一个新的生命、新的解释，嘛是会使。咱即马就是讲，咱这边讲咱的，因那边讲因迄个。啊，两边是要得刀斗菜刀，或者是讲咱家己讲的都算线。啊，其实美中台3内底哦，3个世内底，咱要家己主体性。咱有阵时会使甲大陆讲我无爱，咱什么时阵会使甲美国讲我无爱。其实咱拢是足为难，但是为难内底才会使看一个你什么人适合做领导者嘛。哦，所以讲其实恁即马伫大陆也好，伫美国也好。对咱台湾来讲，若要搁继续活落去，经济、军事，哦，跟咱主体性，爱拢要照顾这个周全啦。所以这嘛是因3个人其实拢足为难的所在。每一人政党，毋是3个人咧选啊，迄3个政党后壁一群人啊。哦，所以其实若嘛毋是讲因为讲啥就安怎。啊，想要就是讲，即摆你讲甲未来咱内情问题，这是对外口其实咱台湾会使发挥空间无介济。因为基本是大国的博弈嘛，哦，但是对内情来讲，咱想就会使做，就讲因3个人拢感觉共同几点第一项，少年家啊，即马薪水低，台湾的薪水甲20年前同款，对少年家来讲，其实这无公平啦，哦，啊，房价哪来哪管，因买袂起，这问题需要解决。啊，当然，因为赖副总统伊即马在任嘛，所以就讲清楚的，我未来13万、17万，投起来30万，伊是讲上清楚的。啊！但是其他2个人其实会在这方面加减要讲一下，也会使真。啊，对于老大人来讲，今仔个足可惜的，无讲到定照。因为未来对台湾来讲，咱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已经来临了。用联合国的标准来讲，阁无几档过超高龄的，都超高龄啊！啊，面对咱超高龄的这个社会，咱台湾未来要安怎行，要安怎做，因3个拢无讲到，拢要抢少年票。你意思讲，阮老大人就做啲投票了？老师，你还未到家啦？你嘛加减讲爱讲，没有加减啦，因为这是你讲我拄仔讲嘛，解决问题，创造未来嘛。啊，未来时间你行，即马台湾人平均的迄个寿命哈，以今年2023年来讲，平均是81岁啊。啊，咱超高龄的社会应来啊，要怎解决？你嘛是加减爱讲，这是其实是问题。这问呀，这今仔日这3位拢无讲到。吼，这蔡老师。咱先来讲到这个美中台3方的关系9日共识，吼啊，乃至到ECFA，你认为这3位在这个方面的论述，甲过去有啥物无同款，还是讲你个人对着因的迄个批判？对啊，伊这美中台的部分吼是安尼啊，就是讲，比如讲后有伊就讲小英总统的任内吼有9个邦交国断交嘛，吼啊，就是讲啊，就是无爱交伊。交通啦，吼，也无爱交伊谈判啦，吼，无爱交流啦，啊，造成飞机一直飞入来。但是伊这吼，那就咧谴责迄个受害者共款，飞机一直飞，毋是台湾派的呢，是因为讲伊着要来吓惊台湾，吼，所以伊这个论述着去互迄个阮副总统着甲拍，吼，因为这毋是讲咱，迄毋是咱造成的啦，吼。啊，你讲迄个伫迄个ECFA的部分，吼，是安尼啦，因为签这个物件，当然台湾嘛是真侪物件有去无要去甲大陆嘛，咱的电子产品嘛，伊嘛是需要咱的，毋通讲吼啊无来断的，无你若毋甲断，其实伊嘛有需要咱啦，但是伊都是用迄个往来啦、石斑鱼来甲你处理啦，来甲你徛啦吼，啊而且就是讲，伊这后有伊咧讲这个部分吼，会比做讲迄个9日共识。爱讲中华民国是两岸和平的护国的神山，吼啊！中国意思讲中华民国去遐会使用就对啦，但49年中华民国就已经甲写伫咧蒙牌顶悬啊啦，吼49年就无啊啦，
伊写伫咧南京的中山陵啦。啊，所以你讲你要用中华民国这个物件，甚至讲中华民国宪法一国两区，中华民国宪法是一国两区哦，啊，伊这一国就是一中的这个处定的对啊。啊，你要用这去甲伊讲，即马最近2022年中国有讲啊，伊伫咧白皮纸内底有讲两个中国，民进党即马咧送两个中国，啊，其实两个中国就是马英九的9·2共识啊，伊的意思就是一中各表的两个中国啊。伊讲这嘛是台独，民进党总创这嘛是台独，买武器嘛台独。但这个部分校友今仔日并无讲到这呢吼。对，但是像那赖清德副总统咧甲攻击这个代志，意思就是讲，你就是爱讲，你就是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两国拢无交叉啦，莫搁伫遐高甜啊。但是你就算我讲，你讲要一中各表，大陆嘛袂承认啦，大陆嘛袂承认啦，一中各表两个中国哦，因为一旦迄个中国毋是因迄个中国，伊就无可能承认。老师，我想要甲你点遮停掉的吼，就是像恁拢专家，所以你一听你就一直延续落去思考。但是你认为一般的即个观众朋友，伊敢有通对着即个字面上去思考讲，无喏，这一国一中各表也是一国两制，安怎？我的意思是讲，在策略上，这三位在今仔日所讲的物件，有法度通好过来说服更较侪的人，还是讲靠家己人安尼？但是我是感觉安尼啊，就是讲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啊，伊一直讲台独的政治工作者，意思就是讲，咱确保台湾事实的独立，啊无，这中华民国是要统治对啊。伊的思考是安尼，所以台湾人民要了解，这场选举就是要来保护这中华民国。最简单，因为你不管什么人啦，伊就是认为中华民国已经无去啊啦。你什么党拢共款啦。中国意思感觉讲，恁就是袂使有民主选举啦。伊甲这场的选举定位做啥地方的选举啦。伊从来唔敢讲总统这两字啦。所以我讲台湾人民要了解，当然咱毋是候选人嘛，当时听嘛无法度，但是阮学者的角色就是讲，大家解破这个，大家听有，今仔的选举就是民主的选举，因强反对的啊，这就是安尼啊。施老师，你认为咧？我延续到头仔迄个问题，就是讲，这三位候选人所讲的关于着一中一台，或者是讲一中各表，还是讲美中台关，大家敢听会清楚？还是讲，其实一个笼统的这个印象，讲是啦，恁三位哪会拢敢若拢要保卫中华民国无错？你的感觉，你的想法？我要先学了咱的主持人，我感觉主持人的问题吼，其实问了最好，你会当去辩论会。无，老师你讲。因为你拄仔有问迄个蔡老师一个问题，讲呢，今仔日三位候选人的这个答案，是互愈侪人去了解因的主张，还是讲甲因原底的支持者个掠好较暗吼？因为呢，坦白讲上，即款互牵涉到国家的这个问题，吼，其实应该大部分的人拢有伊家己的这个主张跟想法。你讲我听这个一个辩论会，伊讲几分钟了后，佮改变吼任何一方冲行加较困难，吼，所以呢，因为这类呢，在咱讲牵涉到每一个人吼，伊的这个伊的想法吼，啊，佮有呢，伊长期以来可能靠伊个人的背景、伊家庭的这个对，这经验各方面拢有关系吼。啊，毋过呢，经过安尼辩论嘛袂歹啊，或者候选人有机会甲伊的话安尼完整讲起来，吼，啊，毋过呢，牵涉到老师，歹势，咱即摆先停下看即个现场瓜分贴，即摆咧记者会，咱先听了，先小等，互你优先来回答吼，来，咱来进现场。常常更重要是怎么建立一个有执行力的政府，这才是最大的问题。通常那个政策大家都会讲只是实践的问题嘛。就是我当台北市长以后，真实的感觉。你想想看忠孝桥引到那个拆除计划是黄大洲当市长的时候就定了，华南市场要拆那个计划是马英九当市长的时候就定了，一个拖了20年，一个拖了18年了，北流是拖了10年了，所以还是一样的。重点是执行力的，这是很难在政见发表会去显现出来的。是，那不好意思，主席，那还有就是说，因为刚刚提到那个父亲农地的部分，是不是有一些情绪上好像有一些比较激动，是不是有哽咽的一个状况？这是这样的这个其实我在台大当主治医师以后就一年很少有时间回家，只有
除夕那一天确定会回家了哦。平常回到新竹也是几乎过门不入了，就算过门也是坐几分钟就跑了，所以很长的时间你知道，我每次说我们那个我爸爸妈妈在新竹都算是独居老人了，一直没有时间去照顾他们。那我爸爸今年已经90几岁了。其实这样的哦，那一块地你知道哦，因为我爸爸一直以为我会很期望我回新竹去当医生的，但是人生的这种境遇啊，没有办法自己控制，所以一直没有办法让他没有办法让他达成他的愿望，你知道。他其实他买那一块地哦，他在想说如果我儿子回来新竹当医生他要帮我准备什么，所以那个是父亲对儿子的一个疼爱嘛。我会想到说15年后变成那个政治攻击的目标。当然是这样的有违规的部分我们还是解决嘛。但是老实讲因为我实在是太忙了，人家说你怎么会不知道？我老实跟你讲2008买的时候我还在台大当医生呢。那时候你要知道我在台大当医生的很少看到太阳，天还没亮就已经进去工作，天黑不知道多久才出来的，所以大概就这样的。我讲这样的这也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我们不要求这个每一个人是圣人，我们只要求说他有错改掉就好了嘛。所以说我在这次这种什么土地的问题上，看到最不好的示范就是说有问题把它改掉就好了，你不要讲一个谎话再另外一个谎话，后来真的变谎话淹没。好，台视蜀强。主席，刚刚虽然您在那个辩论上已经有质疑过这个赖副总统，那您还是再跟您请教一下，就是赖副总统有关说这个中华民国是护国神山，到底是促进和平还是灾难的一个说法？那您认为这是不是也是涉及国号变更的议题？那是不是也透露出这您过去跟侯友宜市长攻击赖清德的部分，说他是台独务实工作者本质的一种显现吗？那他刚刚对于他自己台独务实工作者的一个解释，你能不能接受？今天赖副总统在台字上面最大的失误就是这种所谓重要议题，你知道你怎么好像没有准备所以后来就讲得乱七八糟的。这个我跟你讲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轻松可以轻松的时候轻松嘛涉及这一种国家定位要非常小心。我想了，我刚才在台上就已经跟他讲，我说今天晚上你们那些绿媒大概那些名嘴都很忙要怎么替你凹这一句话？中华民国做两岸的护国神山，是带来和平还是带来灾难？奇怪，你怎么会讲这句话？中华民国的如果作为两岸的护国神山，会带来灾难，那你今天你是要选哪一个？还有个地方也是讲错了。他说两岸互不隶属就是台独，这觉得奇怪，你到底是有没有读书啊？什么是危险的题目？要怎么回答？这个，我认为他是单单这2句话，今天晚上就轩然大波了，他一定要出来解释的。这个，我看很快 AIT 就来打电话问他，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好 ，TVBS 平一。主席还是想要再问一下，因为你刚才问到赖清德有关这个台独定义的时候，他回答了他的台独定义，但是他在后面的时候，他把这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他拿掉台独2个字，变成是务实工作者。那请问一下，你对于这个回答你的问题，你觉得你有满意吗？你觉得这是他有达到所谓的有气魄吗？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这个题目我已经问他2个月了。你的幕僚是在干什么？你好歹跟你的幕僚讨论说，这个课已经问2个月。我记得昨天联合报来访问我，他还问我说，你明天要问他什么？我就直接讲了，为什么我要一直问这一题？因为这是讲不管谁当总统，这都是要很严肃处理的问题。在美中之间怎么取得平衡，让台湾可以平安度过？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我觉得他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柯文哲都已经问你2个月了，还每天问你
那你好歹要准备一下。这等于是我在替美国跟中国在问你，你怎么会没有准备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那引用黄国昌的话，你知道，太离谱了。好的，依萍博权。不好意思，还有议题是要问这个吴委员的，因为刚刚你也出席了，那你怎么看就是主席的表现？那是不是有学习到哪些地方？你觉得是可以作为你1号你自己辩论的这个练习？觉得主席刚刚的表现 was wonderful， 非常的棒。然后我觉得今天所观察到的就是要专注在人民所需要的、国家所需要的改变的方向，要很完整的说法跟大家沟通，而不是陷入这个口水战跟这个蓝绿的纠纷里头。谢谢。好，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等会儿主席要去赶高铁，所以我们开放最后2题。依萍博权。主席你好，一匹提问，想问一下，刚刚在交叉诘问的环节，侯市长多次都没有回答您的提问，那继续骂赖清德。可是，在结论的时候，他又说您流泪是被民进党抹黑，又提到说新台湾政治改革要有志之士。那柯主席您会扮演重要的角色，会不会觉得辩论又回到蓝绿的恶斗？侯市长又要边缘您，又要吃您豆腐？其实这场选举到现在为止，国民党的策略很清楚嘛。他们就是要一直把侯友宜的民调拉高了，然后变成蓝绿对抗、边缘化柯文哲，制造弃保嘛。其实我今天问他的题目也是一样，这都是基本题目，他还是要回答为什么中国这么支持他。我跟你讲我们看那个影片都知道了，在大陆的那个台商的那些委员会赵少康的影片在那里播，然后他们就很直接把他们的这个竞选账户都在那里显示嘛。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你知道，没有国台办授意，你知道哪一个台商哪里敢做这种事？然后竟然中国共产党要派人在台湾替他做假民调，要把他冲高，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他也是要回答的。所以说我那时候问他说：“为什么中国这么喜欢你？”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国家有国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的。所以每次说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就好，就是说我们不要求每一个人都圣人不会做错，问题就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嘛。这也是赖清德在处理那个违建最糟糕的地方。其实违建大家都知道嘛，台湾一大堆违建，问题是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你遇到了你怎么处理嘛？你说一个谎话，再一个谎话，再一个谎话，再一个谎话但那一个案子讲了5、6个谎话。看到这个郭文铁在辩论后的记者会咱先对他所讲的重点他讲是安怎中国共产党会才青爱到这个赵少康乃至到侯友宜。但是我的记忆无唔对，伊在竞选的初期，还是讲在中期的时阵，伊感觉某种程度释放这种信息是中国对伊来讲，或者是美国人对伊来讲，对伊上放心的这个信息。那么今仔日会去强调这个，唔知伊是有啥物用意，还是讲自然的反应，就敢若是就着这个即摆发生的这个新闻所来发现的。辛老师，我该当先回答咱进前的问题。进前你讲，开始。好，咱拄仔讲到这个国家主权定位的这个问题嘛，吼，啊，佮有这个两岸抗疫法这个问题。今仔日的这个辩论吼，我感觉咱3个候选人吼，拢有寡所在足关键的所在吼，因拢有小可甲闪撇过去。哦，就是因当然拢有讲因的主张啦，吼，啊，毋过呢上关键、上歹回答迄个部分呢，3个其实拢无真正去面对，因的对手嘛，拢无一直甲因掠咧，叫因继续讲。比如讲，即个罗副总统吼，伊并无直接回答的，就是讲，因为伊抗中共的即个硬盲区是差别介大吼，所以呢，伊要用啥物方式会当互两岸会当有较和平的即个交流的机会，吼，即个部分伊闪撇过。吼，若讲因为安尼互相无交流的机会，你敢有可能去
你讲较进一步哦，去互相去看有啥物会当互对方抗咱袂产生误会即个现象吼，这是赖副总统即个部分闪撇过去的。啊，即个侯市长呢，伊阮后一个部分伊闪撇过去吼。其实咱拄啊其他的即个教授阮也讲着，比如讲呢，伊的救济公司同即个中共的救济公司其实内容是无相共款的，对，安尼到时若讲双方真正呢需要去谈判这个问题的时阵，才有法度伫即款个讲双方其实并无真正有相像的即个两岸公司的即个定义这样情形之下吼，要安怎个进一步吼，还是讲这个部分会造成啥物款的即个你讲可能是有啥物款的冲突啦，还是有啥物款无法度解决的，对，吼，这是会干吼，这个干呢，有哪是即个侯市长伫即个今仔日辩论的时阵闪撇过，郭市长呢，阮有一个小可闪撇过去的问题吼，因为伊讲咱得爱咱先互对方感觉讲咱其实是无歹意的，对不对吼？所以呢，两岸是一家人嘛吼。过来呢，甲会当做的，咱就去合作；袂当做的，咱就先甲放一边。吼，需要竞争就竞争，需要对抗的咱就对抗。吼，所以呢，拢咱爱脚踏实地来面对这个问题。即摆呢，阮有一个关键就是讲，你要安怎开始？吼，因为你要开始同即个中共接触的时阵，你恐惊爱有需要有一个，阮是足关键的即个对国家的未来，吼，双方要用啥物方式？去互相会当，对，所以我讲三个候选人吼，其实因拢有回答足侪问题，有互咱足侪即个想法。啊，毋过就是讲上关键的部分，三个拢无真正去面对。啊，我想因可能有因家己的真正的答案啦，吼。啊，毋过2分钟还是3分钟的即个辩论，无法度讲啊遐实在，这阮会当理解。是，蔡老师。你先大部分来描述讲，你对这3位候选人吼，今仔日所做的这个表现，咱即摆咱即摆看到这个侯友宜要开始发言，拍摄咱先来进现场。一样，我们都是看了一场的这个总统的一个辩论。我想这次的2个最大的一个主轴都是聚焦在两岸关系，还有彼此候选人之间的房产的问题。那有关于两岸的问题呢，我想我们必须要侯市长已经透过非常多的一个讯息来做一个澄清，但是我们很遗憾的，我们赖清德主席还是如过去一般的把假讯息当作是他的讯息，一路的抹红，完全跟一如以往。我想我特别要提出来啊，侯市长已经特别不断的，我们是反对台独，我们反对1国2制，可是赖主席却不断的把这个9·2共识，基于中华民国宪法的9·2共识，不断的污名化。我们这要请问一下赖主席，你到底是相信的是习主席最大的一个信徒，还是你真正有了解国民党所主张的中华民国宪法之下面的9·2共识？我想这个赖主席可能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再做一次的一个澄清，特别是他提到的侯市长如果是接受了9·2共识的话，我们会让渡主权。各位，让渡主权这4个字从来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言语当中，我也不晓得赖主席是从哪一方面的幻想，或是听到什么地方里面竟然有让渡主权这4个字。请问什么时候有让渡主权这样一个事实存在过？是不是这个是你自己透过你自己的曲解，然后做这样的一个处理？还有他特别提到的，如果接受9·2共识的话，我们可能会对于美国的军购我们会停止，这又再一次的是诈骗抹黑。侯市长从头到尾提出他的3D 的一个策略，而且特别提到了他对于美国我们的这军购，只要有需要，我们当然是持续，我们跟美国的关系绝对是友好的。所以基于这个两岸的问题，我们不断的做一个澄清。可是很显然，赖总统、赖副总统永远都是用他的意识形态来主导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们感觉到非常遗憾的。那有关于房产的问题，我想不管是柯主席或是赖主席，对于长辈所授予他们的这样的房产，他们都心有所感。咱必须要澄清一下吼，因为这个瓜子因并不是总统候选人，嘛不是副总统候选人吼，所以咱先把这个记者会现场诱转来吼。我要请蔡老师吼。先就咱头仔一开始所讲的，这3位候选人今仔日的大部分的表现吼，你家己做简单的这个评价。我是感觉讲，3位候选人伫今仔日就这个经济的部分吼，
咧讨论的是较少啦吼，因为互相咧辩论的部分拢是伫所谓两岸台湾和中国之间的问题，中华民国宪法的这个问题，这是我感觉较可惜的。因为就我来讲吼，就阮经济角度来讲，我想台湾和中国之间的这个经济关系吼，是毋是遐重要吼？我感觉会当看到这几年来，自从这个2018年吼，这个美国前总统 Trump 开始发动了这个美国对中国吼，这个扣这个金管的这个关税开始，未来吼甲来延续到这个讲对着这个科技的这个真济出口的产品的这个管制吼，其实拢愈来愈严。咱会当看到伫这几冬来，其实中国的经济会当讲是帮盘来形容吼。拄则我想这个郭主席嘛有提到这个部分吼，所以若讲台湾和中国之间的这个经济差异愈来愈大，中国参过去的现象，咱讲2016年的时阵，迄阵中国的经济大家反射拢甲看了袂歹。为什么我会安尼讲？虽然讲伫迄时阵，即摆执政党过去的在野党、民进党一直感觉讲，中国的经济会无好啊，毋通咱中国安尼继续往来。但是伫迄个时阵，其实包含着美国、包含着日本、韩国，真济国家拢参中国有真济生理往来。伫迄个时阵，中国的经济看起来那像有足侪问题，但是表面上嘛是了个表现了袂歹。啊，规个厂商大家嘛是了个了，还个留伫内底。最成立。但是后来咧发生着这个，比如讲香港的这个问题，对无？啊，到这个发生着这个反间谍法这个问题。伫这个情形下，其实有真济外资拢一定往外口刷出去啊啦。所以你伫即马甲一直咧强调讲台湾参中国之间吼，要去讲着，比如讲不管是服务业的贸易也好，还是 ECFA 的问题也好，拄则咱会当看着讲，包含着两个候选人即个后市长兼即个郭文德郭主席，伊一直咧问讲啊，咱台湾参中国之间，即个两岸之间。一直看起来那就会发生战争，看起来做无稳定的。但是咱嘛会当回想看卖啊，台湾过去我想伫即几冬来，咱会当看到真济在野党嘛拢咧攻击即个执政党讲啊，你毋是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吗？啊，想怎你对中国的出口会甲安尼一直咧创新高？啊，你若感觉讲台湾参中国之间即个战争？是做有可能的，想让台湾参中国之间的贸易会冲较悬，所以台湾参中国之间到底因是关系好啊关系无好，我们这爱出来讲个清楚。你会当一方面讲台湾参中国之间，安尼看起来战争足危险的，想让你执政党甲武啊遮危险。你另外一方面，执政党甲互台湾足侪出口的产品会当卖去中国，结果你即马甲讲你想怎？执政党甲继续咧依赖中国，我嘛这是讲袂清楚的，所以我会感觉讲，对着这个 ECFA 的部分吼，我是感觉咱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想一下吼。卡叔讲啦吼，要签 ECFA 的时阵，凡是有一群人会感觉讲，这个伫淡江这个蔡老师参伫这个中山大学的新老师吼，因会受到伤害哦，你袂当甲签哦。啊，但是伫中正大学的蔡老师吼，参伫世新大学的江老师。伊会感觉讲，我有好处啊，所以出来讲一定爱签。啊，签落了吼，阮两个喙这个受到伤害，阮怎啊鼻啊往咧吼去边啊，慢慢啊咧哭。啊，但是咧未来即马起来了讲，因两个好诶吼，啊即马当初是反对诶，吼，徛伫阮这边讲，我起来啊，我即马安尼袂歹，我是毋是要来甲取消？我要凭良心讲吼，若是我的话，我嘛袂讲你就一定爱甲取消，啥怎？因为我已经受到伤害啊，我的产业的机会已经无去啊，我的就业机会嘛已经消失去啊。啊，你即马若甲 ECFA 有那个取消，会发生啥物代志？就变成蔡老师、参江老师吼，两个人吼，行过来阮这边吼，参阮做伙冒咧哭。所以伫即个情形下，我想要甲大家观众朋友讲，你爱想看嘛，因为。整个两岸的现状是有咧改变的，动态咧改变。因为你原来你是无签这个 ECFA， 所以你有一个得到好处，一个得到歹处。啊，你甲签落了，当然就有人得到好处，啊，得到歹处的，伊就怎啊慢慢啊消失去啊。这毋是讲咱咧拍佚佗物啊吼，咱咧拍这个电脑的这个对。
你今仔日讲迄个因讲的讲会当回血啦，吼，你要哪会当讲，你会当安尼马上就回血，无即个机会。所以伫即个情形啊，你若甲取消以后，变成全台湾怎啊，大家拢受伤害，这敢是咱要预防的。而且咱嘛知影讲，政府即马嘛看到讲，你若因为伫 ECFA 的即个清单内底有享受到即个关税优惠的即个厂商，你若关税的优惠去取消伊了，你的竞争力会怎啊无伊？啊，你若怎啊甲取消啊？即阵厂商你要哪照顾？你爱想办法。所以咱袂当讲哦，我先甲你签好过了，啊，即马我较甲你取消。两个人无可能过去甚至有人讲先来结婚看卖，若无适合较离婚。我要问咱现场吼，还是咱电视机头前真侪的即个乡亲朋友，你敢有法度忍受？不管你是后生还是你是祖囝，因两个甲因的婚姻当作安尼咧签咧。哦，这是关于着 ECFA 吼。啊，今仔日嘛有讲到即个两岸监督条例，你讲本队有想要来？好，咱即摆侯友宜吼开始咧讲话，咱来进到记者会现场。领导人处理方式是最得意的。我想刚刚这个问题市长从今天早上还有过去，我们已经发了非常多新闻稿来澄清，包括诚如我刚刚所提到的，我们从头到尾对于房产的问题只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一个，它必须要是合法；第二个，你要有诚信。第三个，你就是万一你真的觉得在这个东西做错的话，你就必须要马上来纠正、修正，然后不要硬凹。那我想侯市长今天早上已经对他的房产问题做得非常清楚的一个说明，合法缴税，而且合法取得，而且这些事情都是属于他娘家的财产。反倒是赖主席，我还是要强调，我们在乎的不是你的到底是不是违建，这当然需要有法律来做一个理清。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所造成的人格跟诚信，这才是所有的选民应该是来关切的。很可惜，赖主席到目前为止对这件事情他并没有一个特别清楚的说法，还是维持过去一样的错误的解读的讯息。好，那还有媒体朋友。候选人您好，有关族群关系的议题，另外2位候选人也分别提出反族群歧视的政见，请问您对于这几年族群歧视的争议，有什么样的解方能处理族群相关的冲突？我想有关于这样的一个政见完全是出现在我们的政见当中。我们侯市长也根据这个部分里面也已经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陈述。所以你如果上官网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关于在反族群这个层面上面，其实我们做了非常清楚的解说。谢谢。好。那先让中评社。好，中评社提问，想问侯市长说您在最后结论的时候有提到说要推动新台湾政治改革运动，那您也有提到这个台湾民众党1927年的蒋渭水，还有说相信柯文哲会扮演重要的角色，那请问这是向柯文哲递个橄榄枝吗？谢谢。其实这一次的选举，我一直保持一个诚挚的心。团结所有台湾在野的力量，下架贪腐无能的民进党，所以我们欢迎有志之士共同来努力，这才是这一次的选举非常重要的关键。好，其他媒体朋友，台视提问：美丽岛电子报今天公布封关民调，赖萧配39.6，侯康配28.5。他推估说赖萧配最后可能以50万上下来赢，您怎么看呢？我想所有的民调都是当做一个参考值，不过就我的理解，应该是1月2号才是属于封关民调所以我想这个民调的部分，一如我们过往一样，我们都是非常的尊重，而且当作是一个参考。谢谢。好，时间关系，我们是不是开放最后一题？不好意思，中评社再提问一次，就想请问侯市长，刚刚有提到说，您如果当选执政的话，会主张国民党党产归零，那因为是刚好在批评促党会的部分，那想说侯市长跟朱主席怎么看这个侯市长主张？谢谢。这不用侯市长主张，这国民党的宣誓啊，国民党员都知道啊，我们都要就是国民党早就宣誓党产归零，我们把所有合法取得这些党产都愿意捐做公益，而不是像民进党这样的非法的没收。这样子，我补充刚刚朱主席一开头讲的话，
其实我今天非常在意一件事情。记得上次在政见发表会，赖清德主席讲过一句话：“中华民国是神话。”那种话真的鄙视自己的国家，否定自己的国家。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今天他居然又公开的说，中华民国是灾难。我听了，我非常的难过。一个身为国家把你在这一块土地养大、照顾你的，你居然忘恩负义。尤其这段话，后来我去听，他是从他内心自己讲出来的话，叫做直接反映他内心的话。赖主席，你基本是在选中华民国的总统，你怎么可以否定中华民国？更说中华民国是灾难呢？你敢有资格去选嘞？好，那我们今天好，咱他看到这个侯友宜记者会现场吼，啊，因为另外一方面，这个赖副总统的记者会吼，啊，搁另外一个现场，所以阮是用切入的方式，小等才来放上吼。我来先请江老师来说明，或者是来批评他拄仔这场记者会，你家己看法？咱台湾人定讲桥墩啊，比桥面较悬。桥墩就是桥下骹这桥墩啊，就是人无聊。哦，比桥面较悬。今仔是总统的辩论会，无论你甲讲是辩论会、辩解会，无要紧。当事人是总统候选人。啊，其实无论伊拄则表现安怎，迄拢是个人作业啊，个人担，啊，个人若做好嘛，个人担。吼，好歹拢当事人爱承担啦。但是拄则看侯友宜后一段吼，就像伊的国民党智库的执行长哦，迄个阮共一项的即摆已经退休啊吼，郭老师讲伤济啦，这毋是你应该回答的种，我毋是讲这是桥墩比桥面较悬。你按互误会讲侯友宜无法度回答，啊，第二就是讲你的口才真好，你要表现，这种不恰当、无适当啦，种。侯友宜若晓讲，袂晓讲，你拢一定要去答，因为你要做总统的人，若问这个问题，你拢无法度回答，表示你还未准备好嘛。啊，你若准备好，无论啥物问题来，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哦，好歹拢不要紧，但是你当事人，家己爱承担的。啊，上尾啊，讲到尾啊，像赖清德讲话，毋是安尼，毋是这个意思啊。donc你要做总统嘛，是爱学习一样物啊，就像袂使去断章取义啦。伊赖清德或赖副总来讲，你赞成不赞成，这是一件代志。但伊讲的代志，毋是讲中华民国是灾难，毋是，伊是讲加什么条件了后，可能是灾难。啊，你若干那讲一段吼，这个水啊，这样济，你干那个开一开起来啉吼，会误会会叮当去啦，安尼都唔通。所以我是感觉讲，其实这场头前这2点钟内底，因3个人讲的。我是感觉拢平帮做得袂歹，但是记者会了，迄就是现出原形，就讲你是要用背，还是家己会晓？啊，要做总统的，你有准备好无？记者会了的即时问答，迄才是考验实力的开始。简单来讲，就是辩论会呢是考古题，哦现场是随堂考，实力好啊歹，我有观众朋友啦。哦，你无论是你哪还是那个还是别拢无要紧，因为民主社会嘛，你要投谁拢无要紧。但是你若要感觉讲，我因为这个辩论会了，我要投什么人、某物人，什么人实力较高，其实你用头前可能有用背嘛，对不对？考古题咱知影背久你嘛会晓，但是拄只记者会啊，迄就是随堂考、随堂测验呐，迄就是看你好歹。迄实力的展现，所以讲，听起来咧真严格老师。唔是啦，就本来是安尼嘛，分数本来是有权力低嘛，但是就讲这也是做人无聊吼，桥墩唔通比桥面较悬啦。是，这老师这已经开始要批评哦，爱注意吼。咱现在看赖副总统，伊是安怎来回答？蔡老师是，他都要延续这个江老师所讲的吼，到底赖清德副总统伊所讲的，就中华民国。到底是和平还是灾难？迄
规段话，我哪会记啊？我哪会记？我的记忆无毋对，伊是咧讲，你是用九字强式去甲人讲，啊，你乃至到讲你摕即个中华民国即个号，要去甲人一中各表的时阵，其实会带来灾难。我的理解毋知对毋对？对，你的理解是对的，就是讲台湾袂当承认一件代志，就是台湾毋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中华民国伊的主权是独立的，啊，你交伊是无两个无交叉的，吼，伊毋是讲啊中华民国有啥物灾难呐？伊算个切断迄个话，啊，就扣头甲扣尾啊夹起来，哇！这中华民国是灾难，啊，包括伊咧讲迄个反渗透法的迄个部分，伊嘛是有问题啊。无毋对，国民党有一寡里长去大陆，吼，啊无就是烧杀的，啊无就半价。重点毋是即个尔啦，重点是伊倒来台湾，伊甲你讲啊支持啥物人啊？所以伊拢无讲到这嘛。啊，当然哦，因为中国替伊做选，咱算有人情嘛，啊，咱食人的嘴软嘛，哦，啊，你当然替你做选，你懂嘛？但是这事实上是违法的，这法律嘛是国民党通过咧定的嘛，吼。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因为你用九二共识。吼，要去交中国讲的时阵，中国会甲你讲足简单的，你爱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咱较来参详事务性的去讲下落。伊拢一直是安尼啦，这就是条件啦，吼。所以迄阵因想要讲吼，这两岛主权，因为马英九总统有讲的，讲甲伊对方卖承认咱的主权，啊，这就是两岛主权呐。伊就甲伊卖承认咱的主权，啊，咱卖承认，问题是咱卖承认1971年联合国2758的决议案，就是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的代表嘛，中大陆地区迄个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所以你无法度去讲吼，咱的迄有写讲吼，迄大陆地区迄嘛算咱的哦。迄1971年人就决定好啊，你敢若讲中华民国会当适应伫对，就是适合伫对伫台湾的这个所在。北欧、金门、甲马祖啦，所以这个我切到利也无法度，像你去讲安尼，啊，你去讲吼是护国的神山，当然赖清德讲这是神话啊，因为中国无可能接受你中华民国啊。其实最简单的道理，民众拢听有，中国无可能接受你中华民国，最简单的道理啦吼。所以因伫遐讲啥物灾难啥吼，我看迄民众嘛听袂落啦吼，民众嘛听袂落。我想是安尼啦吼，你主税吼本身来讲。好歹，你就是要家己亲身就这个迄个战场，莫拢叫其他，但是伊咧选总统啊，吼，啊你若咧无叫赵少康，等等嘛较副总统什么嘛，吼，以后交你有可能，系啊，拢无赵少康嘛。五副总统候选人有出席啊，赵少康副总统参选人候选人却无出席呢。不，照你讲，伊若要回答好啦，赵少康嘛会当讲啊，伊讲伊副总统。这嘛是一个比较吼。伊即个啥物身份？是发言人，还是总统的发言人？你到底伊的定位是啥物？啊，伊讲，伊搁咧替总统讲这个代志，是毋是拢爱认同？同伊讲，比如讲总统来讲，安那就毋是我讲的，安尼要安怎啊？吼。咱即马吼来进一个现场来听赖副总统即马的即个辩论后的记者会吼。这段讲话超过11分钟，咱来听看卖。赖副，问题有点长，先请教你对于刚刚自己的表现，你打几分？另外是给另外的两位对手打了几分？然后也要再问说，因为刚刚柯文哲讲到他的土地问题的时候，他有哽咽，您怎么看他这个哽咽？那刚刚其实朱立伦也有被拍到说疑似有闭目养神，怎么看？然后刚刚在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是不是有在厕所遇到？另外问完这个副总统，也要再请教萧大使，您怎么看您的搭档的表现？你会给他几分？那1月1号的您的辩论就换您上场。有没有做什么样的准备？谢谢。好，我们请我们的副总统。好，各位媒体的朋友，大家好哈，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的采访。关于今天的辩论上的表现，我凡事都做好准备了，同时呢也争取好的成绩。那至于分数多少，可能要社会大众来打分数，才比较好。那第二个是因为2个多小时嘛，哈，我相信坐在下面的人应该也许会有点累了，所以这个倒还好，倒还好。好，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萧副总统。我想第一个针对刚刚我们总统候选人
赖清德的表现哦，我一直都对他很有信心。那刚刚也看到他是唯一从申论到结论是要提出对未来完整的国家希望工程以及政策愿景的人那所以我现在也持续对他有更多的信心我们会携手努力。那至于自己的准备我要先保养喉咙这有一点感冒，所以我这2天要先保养好。但是我们都非常认真在看待这个选战当中的每一个责任那也会积极准备。谢谢。好，感谢我们萧副总统。那下一题，我们是不是请3立的淑君？好，这边想要请教美丽岛电子报今天有公布一份封关民调，数字赖萧配是39.6%，位居第1，第2名一样是侯康配是28.5%，柯银配是不到2成。那美丽岛电子报是推估说赖萧配最后可以以50万上下的差距来赢过侯康配，怎么看？谢谢。是，谢谢你的问题哈。我们的目标还没达到。还要继续努力。我们希望能够总统、副总统高票当选，过半数的选票当选，而且国会也希望能够过半。那这样的话呢，国家才有足够的力量持续稳健的前进。更重要的是1月13号，要敬请国人都能够出来投票，投登记第2号的赖清德、萧美琴。让美德赢台湾，也让台湾赢得美，也敬请支持民进党所推荐的民主大联盟的优质的候选人。好，拜托大家。好，感谢赖主席。接下来我们请新头壳宣颖。赖副您好，我想请教一下，刚刚您在会中有提到中华民国护国神山的部分，好像疑似是口误。那柯文哲解读说，您说中华民国给台湾带来灾难，然后还叫你不要选中华民国的总统。那柯文哲好像也有口误说，穷人应该多课所得税。赖副怎么看柯文哲这样的发言？我的确是口误了。我把中华民国宪法讲成中华民国，柯文哲市长也知道我口误，可是他在记者会上面又来攻击这一点，非常不应该。那我在在辩论当中，我也有听到他口误，他说穷人要缴更多的税，但我也不会利用他的口误来攻击。基本上，如何因为有主权才有国家，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我担任总统，我的使命就是守护台湾，也守护中华民国。我的方法是根据我之前发表的和平4大支柱行动方案，也就是强化国防、强化经济、强化民主阵营的合作。同时呢，在对等尊严之下，也愿意跟中国交流合作，促进两岸人民的福祉，以保护台湾、稳定两岸，还有促进印太的和平。但反观呢，侯友宜所提到的守护中华民国，却是想要用中华民国宪法。我们都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所宣传的一个中国3阶段论里面，并没有中华民国存在的空间。侯友宜市长接受了9·2共识，9·2共识又已经经过习近平重新强调过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1国2制。在这种状况之下，如何用中华民国宪法守护中华民国，如何用9·2共识守护中华民国呢？这个是我整篇的说法跟论述了。但是在辩论期间，因为时间紧迫，所以难免会有少讲了2个字，这个是口误。好，谢谢。好，咱他都在找这个读字稿所以即马大家咧变拄好他都老副总统讲起来
意思吼，我搁讲一摆，就是讲你要用9字共识来守护着中华民国宪法，乃至到你中华民国宪法会得遵守之余，会当来用9字共识一中各表。这是无可能，因为在中国认为中华民国已经无存在了，敢若是一个中国的意思啊。我的理解是安尼吼，但是我即马摕无这个12个吼，我都为大家来说明吼。但是我要先请教的沈老师吼，关于着这整个辩论内面吼，其实真大的篇幅拢咧讲着主权。啊，其实我家己的理解是，3个拢伫咧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吼。因来选举，就是上好的证明，就是因就是承认这个宪法，吼，要来选举。那么讲你有台独无台独，这个到底是有意义的议题，还是一个选举的这个策略？应该两个答案拢对吧？这嘛是选举的这个必要的问题，这嘛是咱一定爱关心的问题。所以主持人问的这个，我会感觉讲两个答案拢总是对的答案。那我家己是感觉讲，那每一个候选人有感觉讲伊家己讲的无清楚，不要紧，佮继续大家佮继续解说就好啊。我是感觉讲，互咱这道这个辩论吼，放伫一寡，比如讲，同咱的民生。有关系，足直接的问题，包括讲薪水，少年人薪水无法度增加。这款问题，还佫有咱的产业，除了这个电子业以外，其他的这个产业发展的机会是啥物货？这部分我感觉占足少的时间呢，足少。还佫有教育，这嘛足重要的问题啊。所以，我感觉等这辩论了后，佫有足侪需要去讨论的这个问题。其实每一个候选人拢会当佫继续甲咱佫继续。表示讲看因有啥物？有听到吼，新老师提出来疑问吼，关于着这个少年人薪水吼，甲少年人教育的问题，虽然拢讲着一点点啊啦，今仔讲费数啦，讲着啥，讲着这个薪水啦，吼，拢讲着一点点啊。咱希望这3位候选人会阁有这个机会吼，替大家来说明，或者是透过政见发表会，还是讲竞选造势这个场面吼。尤其今仔阁有蔡老师伫现场吼，蔡老师。你来发挥一下吼，到底这个ECFA还是咱国内的产业，应该是倒一个方向吼，大家有一个结构性的这个参考值吼，来理解讲这3位，来讲到这，就来拗起来讲对，这唔对，你这对安尼。迄个主持人甲新老师想要问3位候选人的问题摕来问我吼，但是吼，因为我嘛是爱来提出一寡看法啦吼，因为确实讲看到这场这个辩论会有一寡感想啦吼。首先就讲ECFA这个部分吼，其实坦白讲，这是真正一个较老的议题啊啦吼。啥我会讲，伫这个时阵，ECFA对我来讲，毋是一个真重要、真关键的议题。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经济也敢唔知伊啥物时阵有法度爬起来国家，咱即马想要讲一定爱甲继续讲要想要参与去谈判即个服务业的贸易也好，还是讲ECFA刷来要哪讲也好，虽然讲咱过去咧签ECFA的时阵，其实咱大家要有一个真大的觉悟吼，觉醒就是讲过去咧谈即个ECFA相关的即个议题的时阵，应该有一寡拄着。双方面有一寡未拄好的时阵，咱应该有一寡法律的保障，双方会当来互相来参详，到底我是对去无做好，我的这个关税确实有较悬的话，是毋是有一个固定的机制，会当好好来谈判？若确实谈判若未成功，你较来继续来讲要制裁，但是即马毋是，就是我讲你有，我就随便甲你制裁，这是毋是一个讲国家？之间咧讲即个经济协定的时阵，正常的现象，我相信伫真侪国家咱未看到即种的现象。第二点就是讲，过去其实大家拢讲台湾，即个中国是一个真大的市场。后有位后市长后川三林伊嘛讲着讲，中国是一个足大的篮，你袂当内底无放鸡卵。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讲，中国即个篮伫过去这6-7年来，对2018年以来。已经哪变啊有够细啊，嘛变啊叫做浅的啊。你甲要放啊侪鸡卵伫遐是有问题。重点是你放鸡卵伫遐马吉，你互厂商过投资马吉，但是你对着即个
去中国投资的这厂商的保障，咱台湾政府伫当初时有替这个厂商参中国政府有谈判无？啊，谈判这个条例有录用无？这是我想要问的问题。吼，啥咯？我会安尼讲咧。其实大家当知影讲，今年以来吼，台湾参美国有签这个21世纪的这个贸易协定吼。当然，初步的一寡结论吼，有一寡共识已经出来，啊，继续甲咧讲。啊，最近伫即个月有通过着即个台湾参加拿大吼，即个投资保障的即个协议。是安怎咱台湾会去参这个国家？过去大家安怎想上济？你想着美国，哪会去想着加拿大？因为未来台湾也想要甲参较济国家吼，会当即个贸易，咱厂商的贸易过啊，咱一定会慢慢有接手，慢慢有投资。所以投资的即个贸易协定一定有需要的。好，所以我是感觉讲，咱若要讲即个 ECFA 的时阵。咱来去看过去这几冬来中国发生了啥物代志，啊，是毋是够有需要甲继续讲？啊，若有需要继续讲，差不多爱安怎讲？这是我感觉大家爱想个清楚。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讲，关于着内政的部分吼，因为拄则辛老师嘛有讲到少年人的问题，讲到少年人的问题，除了薪水以外，当然薪水我想伫明年的正月初一，咱基本工资又要提悬啊啦吼，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咱若要讲到讲即个住房的正义的话，吼，讲到即个囤房税率，囤房税率参囤房税是无共款的。吼，过去咱伫即个节目中嘛有讨论过，囤房税率，你若讲后一场你想要讲即个大厝的即个正义的话，新北市是伫今年的8月，较通过着囤房税税率。咱的郭主席，伊若要讲到囤房税的重要性，请问台北市伫即几冬来，咱即个房屋的标准的单价，你提悬了偌济？因为你需要单价，升上你的房屋税的税率，你较知影你讲真正的房屋税要交偌济？啥我会讲到这点咧？因为伫台南市过去即个赖副总统2016年咧做市长的时阵，伊就捌因为调关这个房屋的标准单价，引起了真大的风波。我想这个蔡老师住伫台南吼，伊应该会真有印象。所以伫这个情形下，你若讲以地方政府的这个北部管来管，其实我感觉台北市做过台北市的这个郭主席，甲有这个做过，即马也甲是讲伫新北市的市长，啊，即马请假的这个后市长，其实因伫大房的这个正义，其实做了无像赖副总统遮好。到一个重点就是讲，过去嘛有一寡人咧质疑咱这个即马台北市的市长，吼蒋市长，伊咧讲的吼，就是讲你的社会主体到底要起偌济？但是我嘛要甲大家观众朋友讲的，因为郭主席尾啊，伊无规划这个社会主体，所以新就任的这个市长，当然就无法度起社会主体。意思就是讲，伊若想要爱有这个社会主体，伊爱甲重新甲来规划。所以我嘛，这拢是一寡事实，爱需要来澄清。但是对着赖副总统来看，我感觉未来爱大家若有法度去中央，到底对一组会出来，唔知影。其实对着中央来讲，其实咱讲的拄则郭主席讲了真好吼，人袂讲无做唔对代志，做唔对代志爱承认吼。我感觉即几冬来，这个高房价是一个真大的事实。到底是你薪水无够，还是你房价升悬？吼，这是会当讨论的。哦啊，你讲我薪水有咧扭悬啊，啊你房价甲扭哦遐悬，当然大家感觉讲我薪水一直感觉足低，都无效嘛。啊，对着房价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感觉大家若将来吼3位候选人看上有法度入去中央政府的话吼，其实对着这个建商，我过去伫捌节目中捌讲过，我感觉有一个足无合理的代志，就是甲你卖出去的厝，才会当摕来贷款。吼，厂商会当甲伊卖出去的厝摕来借款，啊，即马甲起新的厝买新的地，真诶哪合理？你感觉后市长伊甲伊文化大学边仔的宿舍的租金，啊，即马收来甲摕去，伊的租金伊敢有足侪是租会出去，伊甲伊的租金摕来买新增的地呢？但是即摆有足侪建商的是厝根本都卖袂出去，我这个厝甲摕去抵押，啊，即摆较会当甲来，系啊，啊，你若互伊袂当摕这个厝甲来抵押的话，这个假的这个厝是毋是得爱放互出来？无伊无资金通去周转嘛？你若互这个厝放互出来，你根本毋免得讲我要起偌济社会主体，
这个社会主体自然就会变成社会主体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大家伫地方过去真正有一寡拍拼啊，但是嘛有一寡做了无较好的。未来呢，大家去中央，即马我相信你执政本来就有包袱，啊，你执政当然嘛有做有好，做无好的。啊，台湾的房价伫即几档来，特别是咱即个人的圆仔市吼，过去你讲啊，这个圆仔市6都吼。其实这个房价真正是起有够济，拄则新老师嘛讲到这个半导体这个问题，只要咱台湾的半导体大厂商要起的所在，迄房价拢起有够悬的。其实这对着咱真济少年人吼，想要拍拼，是想要拍拼，伊都唔知要哪拼，因为伊一世人有可能拢买袂着这间厝。啊，这买袂着这间厝，唔是讲你叫我唔免纳投期款，你唔是要替我纳投期款，你是叫我先暂时卖投期款，这是完全无共的。所以我感觉重要的是，会当互这个房价吼，会当稳定。唔是讲像这个赵少康副总统候选人讲房价应该是一直拢会起的。你感觉讲房价一直拢会起？即马你又甲咧讲我要讲这个大房的住房的这个正义，我感觉这是完全无合理的啦。所以我感觉中央有中央的责任，有做不好，啊地方嘛有地方做不好，啊希望未来这候选人，那真正对着咱台湾好，真正关心着咱台湾的少年人。应该都爱对家做起。是这样，我相信哦，老师这番话哦，3位候选人来斟酌听，啊，选民嘛爱斟酌来看吼。我收到这个，头拄阮传到这个答字稿吼，我读在听啦吼。赖清德吼，伊是安尼讲：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头开始就无同意中华民国的存在。中国在国际上的3阶段论讲得真清楚。世界只有一个中国，两岸同属一中，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那么你想看卖？阮今仔日在国内，把中华民国当作是两岸的护国神山，到底是要促进着和平，还是要互台湾带来灾难？咱必须要去思考。台湾已经从专制独裁的世界时代，走向今仔日民主开放时光，咱来真珍惜这一切，咱袂当阁行回头路，咱一定爱勇敢的往前直行。未来我做总统，我一定要凝聚台湾的共识，行出一条大家团结的道路，会当保护国家，嘛会当发展经济，造福全国人民。吼，所以这我有读得真清楚啊嘛吼。这有观众朋友家己的判断吼。那么咱上下尾还佫20分的时间吼，拄好一人5分钟来请老师来做一个总体评论。因为我嘛一个感想就是讲经济部分讲得真少吼。啊，事实上因为这辩论的所在，辩论的时间2分钟问一个，2分钟回答一个。啊，有的是赶紧要家己的钱紧写出去，所以回答少回答。所以常常有这实问虚答的这个情形啦，吼。所以就我也是开放，4位来选择你家己要讲的物件啊，讲互大家观众朋友来参考。江老师，其实辩会就是互相斗气求进步，但是我毋茫讲，因为有法度互相阿老台湾好。哦，你看其实今仔因3组拢是有优点，你袂使讲3个人拢好还是拢歹。哦，每一个优点嘛。哦，野百合嘛有春天嘛，所以咱坦白讲，就是讲，伊若法度加减讲，你这点讲来袂歹，我后摆来做总统，我甲你扣起来用，你这做来后摆做总统甲你扣起来用，那我安尼，这台湾的民主就进步。但你要看拢是讲你无好，我好，其实无影啦，大家拢有好有歹啦，但是好咱就即摆就较当算讲扣起来用，其实会使互相闹气求进步，互相学老，台湾才会好啦。但问题是讲今仔讲2项就是主权甲民生就是经济嘛。主权就是佛祖这边讲，民生就是八道，你拢知影，先国八道，再国佛祖，好气的生财嘛，激气就烧台嘛，你讲主权两边两方面来讲有和谈，来讲和谐，莫讲烧战争，迄毋是干讲你卖也是唔尔。台湾的命运其实美国甲大陆甲中国其实对咱影响足大，这是事实。所以你有法度美中台3项中内底有迄个对话机制。还是讲仲裁机制，
这拢唔是干那你2分钟才讲会煞，所以其实讲了少，嘛使原谅。但是问题是讲你佛祖这个所在较歹讲，但是巴肚你嘛加减哪讲呢？吼，种即嘛房地主体问题也好，或者是讲少年那边啊看，咱的产业即嘛未来要安怎甲拓展？埃克法过去重点就是石化产业为重嘛，你即嘛未来当然发展讲 AI， 这点要安怎去行？莫讲吼头重脚轻。半导体足重要，但是其他嘛足重要，因为咱讲比如头足大粒，身体足细支的嘛，均衡发展。拄仔新老师讲，我同意种教育，我咧好好教册，即马人生要少，未来即马117年吼，未来啊，大家学生会愈来愈少。是，迄毋是干讲学校活袂落去，迄是未来台湾啊，安尼倒三角形，少年人哪来少，老的人愈来愈济。老的人就是爱活落去，无变安怎？你未来是竞争力，或者是产业的迄个劳动力，这种爱为少年来嘛。你变安怎行？其实我是毋茫讲，恁煞了，今仔辩论了，才是恁去思考。拄只艾克法讲，老师讲，讲下我同意，就讲你即马量化，你敢要谈艾克法，你有迄个裁判迄个设计，或者是讲量化保障设计，这毋是讲彼此讲有迄个善意的代志。你要比较具体化、法制化，才法度保障大众啊。所以我是讲望，在要做总统啊，其实拢无简单。我就感谢讲，遮侪人要出来为台湾做服务，安尼甲你感谢。但是你若讲每一件失去了，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人才拢足济，唔通可能用一个党。安尼台湾毋只较度我做伙，像我讲一句话啦，恁3个人若无法度讲和谐合作。台湾要甲大陆要来合作，台湾要来甲美国合作，内部都合作，外口是无可能。所以，望讲恁选了吼，会使加点坐落去继续讲，哪能个讲咱台湾民主开始进步？是，康老师的望啦吼。但是这像这个政治的运作哦，咱是唔知影讲伫法院搞最面哦，最后面是3党无过半吼，咱是真歹料想讲后来这情形哦，真无希望讲2000年这个。陈水扁总统选掉了，这立法院的情形如果再次发生啦，吼，这个来说来，江老师，那个老师，好是，伊头头吼，我主要针对瓜主席的部分啦，吼，伊拢一直讲吼，伊要做中国甲美国的桥梁啦，吼，伊要保持一个迄个，拢一边双边拢卖相活啦，吼，但是事实上是安尼啦，伊有讲到两花一家亲啦，吼，人就问伊讲校长是啥物人？这什么意思？就是讲吼，两花一家亲，但是拢嘛是一家嘛。一家这个一家到底是什么人的家？校长是什么人啊？过去国民党主席有讲过一寡话啊，伊讲吼，迄香港人来台湾佚佗拢学歹的啊，学台湾人的民主啦。西藏遐喇嘛吼，拢有自杀的迄个情形啊。吼，佮包括讲吼，伊要去上海参加双城论坛的时阵，人甲伊卖去啊，人讲中国军机去飞。伊就无咧管台北市议会决议嘛，所以这什么意思？就是讲吼，伊讲的一寡问题吼，其实吼3讲4闹开啦。伊讲的部分会互三无一个可信，讲到底你是要做啥？吼，你讲遮济，结果嘛是无法度。还有的部分是安尼啦，因一直拍赖清德伊即个工寮啦。吼，我要甲迄个观众朋友报告吼，你放炮吼，唔通去有炮弹着啦。什么意思？就是讲吼。有当时啊，就是讲多好就好啊。你若拍了伤严重吼，会变做遐其他遐炭工，因较早过去足艰苦的啊。赖清德因爸就是因为安尼过身去的嘛。这就是伊悲情的故事啊。吼，伊是咱要流目屎，就讲感觉足唔甘的。因老母安尼吼去做十岁啊工，甲请用大汉伊做医生，伊来选总统。大家就一直针对讲这法律无通过进程，这都违建，拢违建。事实上吼，迄隔壁遐个人吼起来反弹，吼，戆好唔通去甲炮抓，什么意思？就是讲吼，你莫阁一直去拍这啊，因为你拍这会去伤到迄大房的人。过去冠坤，大家嘛是讲好啊，甲改建，迄嘛是违建啊。吼，这比迄较艰苦、较弱势，你谁那无爱甲因照顾，无紧这拢过去啊。吼，拍这条无影会出什么油啦，民调就看会出来嘛。吼，差10%以上啦吼！我相信国民党应该知啦吼。贪污的代志，我最后讲一句就好啊吼。贪污是安尼啦吼，家己困倒骹吼，唔通去烦恼别人的厝漏啦。你想来困倒骹，是因为你的厝漏嘛？
啊，你得困倒骹，你讲别人的厝咧闹啦，什么意思？就是讲吼，你家己嘛有贪污的啊。吼，当然民进党嘛有贪污，但是你无比伊较少呢。啊，你一直讲吼，民进党在贪污吼，啊，伊若做总统了，这8年拢要办，吼啊，迄个贪污敢若办8年的，迄个老贪污就全部拢办，啊，佫办迄个8年的吼。我是感觉是安尼的，讲吼，迄个久笑悲无尾啦，悲笑久无头啦，吼啊，我感觉这个部分就是讲这无在阮的对你的选票有增加。当然，国民党感觉伊佫继续拍好啊，无要紧啊，继续拍吼。啊，最后就是讲吼。这条总统选举有歪出的部分啦，吼，就是这帮恶的代志。啊，但是正经的部分，我感觉伫国家认同，这是一定要讲个清楚，无你是咧选总统的，吼，啊嘛袂使叫别人来替你回答啦，这是较无好啦，吼，这我的建议啊，吼。好，是来，辛老师。好，我想要互咱的观众朋友一个建议，假讲你若是支持其中某一个候选人。哦，你上反对另外某一个候选人的时阵，吼，咱会当来试做一项代志，就是咱家己徛踮你上反对迄个人的立场。咱来想讲，那我今仔日改换听我上反对这个人的话，安尼伊会当互我有啥物款的这无共款的想法，咱民主安尼才会当进步。每一个人呢，一定拢会讲家己感觉对的代志。所以呢，一般咱会疏忽咱家己无想到，也是咱无认同的代志，咱会一般来讲，咱家己无认同即个人，也是无认同某一个主张的时阵，伊讲的代志，咱自然得去放大伊无介意的，对，嘿，所以那台湾要较进步，咱的民主要愈来愈好，当然你听你家己介意的候选人。毋过呢，咱换一个立场去想，我上无介意迄个候选人讲的话有啥物款的道理。所以呢，其实我有一点仔希望讲吼，另摆咱的辩论，吼，若讲比如讲个过4冬，吼，即个总统辩论，若讲有即个机会，是毋是当有即个题目，互每一个候选人徛踮伊的对手的即个立场，特别是即几个足大的问题，吼，比如讲即个国家主权，吼，即款的。本来就是大家呢立场呢，足够互相冲突的这个代志，互相去讲别人讲的所在是啥物是有道理，啥物是对的。因为咱已经拢做习惯去讲家己对的所在，吼，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我家己的感想。有那是我家己咱逐日看新闻的时阵，吼，看遮尔济，大家拢做有知识啊，拢做有学问啊，吼，我当时我会想讲，其实每一个人讲的。惊讲，咱会当为我无同意的人的讲的话去学习，其实对咱的进步会当做有帮助哈。啊，第二点呢，就是讲，我感觉咱各有寡议题吼，伫今仔日的即个辩论内底，以我家己啦吼，以我家己的专业的背景吼，我会较重视的吼，比如讲，像咱抗即个亚洲吼，也是咱抗世界吼，咱这经济往来要用啥物款的方式？好，大家拢有听过即款名词上叫做 RCEP 啦，叫做 CPTPP 啦，吼。咱四周围遮个国家，吼，因互相呢，因为你有家己互相中间的即个市场开放，吼，即款这拢已经是过去这10冬以来，咱已经进行10冬的代志。啊，因为咱毕竟咱的地理就是伫即个所在，吼，啊，咱的候选人呢，对即个部分。咱足可惜，即搭可能有哪时间，对，也无讲到，吼，所以抑阁有足侪咱今仔日无去讨论到的代志。毋过呢，拢是咱做选民，咱要投咱即张票的时阵，咱爱去找看卖啊，吼，看因的即个证件内底是毋是有写着这。是，蔡老师。我感觉有真侪问题吼，第一个吼，看起来参我的专业较无关系，但是参我底下有关系，就是拄则大家拢会讲到，最后大家咱会当看到。无共党的候选人吼，因就会互相攻击吼，啊，最后咱赖副总统讲过一句话，就是讲你要有证据，你才来攻击啦吼。但是我即摆想要讲的，就是讲拄则大家有讲到台湾大学当年校长的即个事件，大家一直拢足够讲即个大学自治的问题。啊，大学自治的问题，你若感觉讲抄人的论文是毋对的，确实是毋对的呀。我想在座阮所有的教授，无人会叫学生去抄人的论文。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讲，今仔日教育部会当互你家己去审论文、去发学位，是因为相信你。但是你学校袂当因为看到人抄论文了，我要甲你取消规拢变学生的责任。
好好一点仔责任都无，我嘛这都唔是自治啊啦，吼。谁怎安尼讲呢？因为我会当互你自治，是因为我相信你有法度互家己负责任嘛。咱看咱的囡仔慢慢啊大汉，咱知影讲咱无法度管伊啊，咱相信咱管袂起，咱就讲我相信你有法度利用你家己的智慧，好好啊管理你家己会当生活过了袂歹，因为你相信伊有法度管理家己。但是伊若无法度好好管理家己的时候，你想要出手去啊斗相共。但是这是你家己的囡仔，这无需要讲有啥物法律安怎限制。但是伫大学内底，教育部会相信你，会当互你去审家己学校老师有法度升等无，会当互你去发你有博士学位，即个大学的学位，还是讲硕士的学位无，你得爱有即个互相负责，你要有一定的责任啦。你袂当完全拢无责无任出代志，讲这拢你的问题。我嘛这大学的自治这个部分，我感觉包含着台湾大学内底吼。足侪是真正做了无够的，我是望着就是讲未来，然后或者做总统的人对着这个教育这个部分，真正要好好处理，无卡袂着就讲大学自治。就那像阮咧讲经济学咧，讲你要交互市场的机制，啊你市场都已经无机制啊，你又要交互市场的机制，你调基本工资的时阵，厂商讲你要交互这个市场的机制。问题是，这个市场谁哪有基本工资，谁哪有上价工资？因为有真济无谈判能力，即个劳工的人，伊就无法度，伊就有可能去互你厂商欺负嘛。所以政府较需要跳出来保护这个厂商。所以我袂当讲，这个时阵我甲交互你市场的机制，你要加油的时阵，敢有市场的机制？嘛是无啊。加油你就选中油，参选台塑尔，哪有啥物市场的机制？所以，迄种讲假，迄种是毋捌啥物啊做市场的机制，啥物啊做即个大学爱家己自治，才会发生的代志。第二点，我想要讲的是讲有缺的问题吼，其实这毋是即个一定会发生的啊，因为你经济一直咧成长，你本来你有一寡物件就会愈来愈欠用啊嘛。啊，重点就是讲，咱伫即几冬来，虽然这物件拢有欠用，但是咱经济有因为安尼怎啊停来无？无。第三点就是讲，拄则讲到财政的问题。最好选择。